今仔日呢是2022年6月25，咱第40届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的节目呢是由新台通识课讲台语读喙稿的学生呢，要来遮甲大家分享阮即节课的成果。我先来自我介绍，我是新台外文系的蔡美惠。即节课是我伫新台所开的。阮即节课的目的呢，就是要训练学生会当用台语来做4种的演讲。第一种叫做自我介绍，第二种步数撇步，就是 how to。第三种专业知识 knowledge。第四种呢，说服高正。有法度用台语来做4种类型的演讲。即节课即学期呢，拢总有31个学生来选修。即节课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讲我有邀请足侪台语伴来斗相共，因为阮即节课呢是用线顶上课，所以阮有邀请真侪台语伴。邀请台语伴的主要目的呢，第一就是互因来做学生演讲时阵的观众。第二呢，因会当来分享因对即个演讲的想法，互学生的演讲会当更较进步。第三呢，就是来来成就一个全台语的环境，互学生囡仔台语会当讲了更较认真安尼。即拢要感谢线顶搁在 Webex 的即种分组的功能。因为即种分组的功能会当互阮每一个小组内底呢，每一个人拢有上介济讲台语的机会。当然这就是讲，其实有50几个人伫线顶要互大家拢有机会伫小组讲话这拢爱有感谢有4个助理咧伫咧斗做分工的工作安尼。所以今仔日呢，真欢喜会当有遮济线顶的朋友来甲阮分享学生的成果。咱今仔敲定后壁有5个学生的节目的表演。首先呢，因还未开始以前我先要来邀请咱即学期来参加的4个台语伴呢，请因来分享咧因做台语伴的一寡感想安尼。我肯定要邀请第一个是美玲、钟莹、蔡欣，搁在一玲。咱请咱即4个人，恁若到的时阵，敢要当饲一下赞，互我知一下，好无？拄仔因为拢伫咧无用学生的部分，煞无去注意到恁的部分。好啦，请问咱即4位朋友敢到啊？好啊。我拢有出现哦。拢有出现啊！麻烦背景你爱将因放伫舞台中央，互大家拢看会到。好，安尼好，背景你的时间计算嘛爱先出现3分钟的时间。安尼即摆我就要先来邀请美玲来分享呢，伊即学期参与的，这名敢若写毋对去足歹势。安尼好啦，咱先来邀请美玲3分钟来分享你的想法。来，美玲，请开始。我是潘美玲我伫渥太华加拿大，所以对我来讲是早起美惠老师你好我因为第一摆参加我感觉讲这学生因本来开始大部分拢已经有迄个讲台语的环境。我有甲因测一下因大部分拢讲是甲阿公阿嬷住做伙，也是讲有甲阿公阿嬷较有接触，所以因的台语已经拢袂歹。所以因的迄个经过即几个月中间我发现讲因进步真紧因为即内底有真侪学生，因会当用台语讨论迄个专业的代志这是一种诚大的鼓励。嘛是咱台语即摆爱会求进步的一个方向，所以伊达到即个目的搁即学生逐个在讲专业，但是讲到足趣味的啦。我逐摆听甲拢感觉讲我足欢喜，感觉讲足有进步搁主要常常我感觉是这美惠老师伊真有耐心伊一直甲阮这台语伴讲，莫伤甲囡仔讲你的台语安怎倒也毋好，啥物的叫阮讲较少。开始的时阵，我无啥抓会着，抓袂准。因为我以前是老师，所以我一直咧讲话，所以我有感觉讲我家己嘛有进步我真感谢我即摆是会甲这个所有的这个台语班的囡仔讲恁就是精致啦
我对恁敢若有一个希望吼，就希望讲吼，恁吼，把即个台语搁较生活化的吼，传播互恁的朋友吼，可能恁嘛会使创一个敢若吼，我毋知影成大毋知有无啦吼，创一个台语社吼，安尼吼，有吼，将增强伊安尼诚好，恁会使讲吼，较有机会通我讲，台语班，恁若台语社嘛，无一定讲敢若咱有读吼，比如老师咧吼，会使扩大讲，较有朋友要爱的拢来有吼，安尼咱就真有希望吼。我对生态吼真有信心，对生态学生会感觉讲因拢素质真好吼，我感觉讲我诚欢喜参加啦吼，但是不幸就是讲明年吼，恁要讲的下晡时1点吼，就是我遮的半年吼，所以我无法度参加，但是我希望讲将来恁若有做其他的调整，我嘛真愿意搁继续来和恁大家讲话安尼吼，多谢大家吼，多谢你。感谢，好，多谢。毕竟我无看到你的时间呢，所以讲你时间可能要调一下哦，我话已看袂到。即马咱第2位，咱来邀请东营，好来东营，请开始。大家晚安，我是林东营，我住伫台中。首先真感谢美惠会当互我这个机会参与这个台语班的工作。拄开始的时阵，我想讲，这个外文系蔡教授是安尼伫这个台湾的几大台语的山头的城台开台语课，这毋是像迄个观光面前咧人大多。不过假期听落去实在是又是真有经验，个足有创意的一个带学生吼。不过咧，安尼看落去，咱这同学一定真操啦，真硬吼。不过这个操讲的过程，大家嘛拢真用心，因为生态学生，大家知都真优秀，所以我相信大家嘛真，有真大的进步甲收获吼。过来就是讲，我对细汉讲台语讲到即嘛70几年吼，有这个听这款课，参与这款课，发觉美惠做一个样，互阮这台语人讲免啊来甲咱的不晓讲的，也是讲免啊帮衬这少年人，也是讲较不晓讲来增加。这是我即届参加这个课程真大的迄个刺激甲反省，爱搁做的代志。最后一个就是讲，咱大家拢知，咱即摆参与这个课程，这学生拢真优秀，讲了嘛真好。不过大家拢知，迄个一个语言有4项嘛，听、讲、写、甲读。我希望今后咧，当然嘛，建议大家继续伫这个语言听甲讲这2个代志继续做，唔免惊歹势，到任何所在拢会用讲。也希望会当伫迄个写甲读安尼才较一个完整的语言，因为语言，人讲语言是文化，你爱写出来，才留会落去，这是文化，所以希望大家会继续努力。多谢各位，多谢。好，非常感谢。伊讲做学生的心声就讲因可能当来即课中会到好，来，咱来邀请迄个蔡欣，好来。大家好，美惠你好，大家早安。我叫何蔡欣，我人嘛伫加拿大。我真感谢美惠，来互我参加即个做义工的机会。就是讲台语即件代志，对我来讲，就是细汉甲阿公阿嬷讲，爸爸妈妈会讲。对我来讲是一个真自然的一件代志啊。但是就是读册啊吼，甲外口读册因为各种的原因，咱用华语来甲人沟通。当我甲出来读册了后，我发现讲，阮妈妈定定问我讲，你是去外口咧创啥？花遐侪时间，花遐侪钱。
我说无法度用我家己的母语，甲伊平常时甲伊开讲的迄个语言，来甲伊讲我爱做的物件，我感觉足冲击的。啊，就是因为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甲几个朋友就开始有一个小组啊，开始练习讲台语啊，来传达家己所做的代志。啊，美惠教授就甲这件代志做了搁较大。我感觉这个课除了讲互提供学生啊有练习的机会以外，上重要的其实是伫课程当中，美惠伊教的物件是。你教咱要安怎教咱所心内所想的物件，甲表达出来，用台语。我感觉这件代志是足重要的。用有遮侪练习的机会，当然学生嘛足用心啊，嘛足好耍的，因为咱台语是一个停止进步真久的语言，伫我的眼内啦。咱真侪真侪词、真侪用法，其实讲真正小可对袂着时代啊。要安怎互进步，其实爱咱爱共同努力，但是上重要靠这个囡仔，靠这个少年人，因为因较袂去互咱以前的，莫讲以前，就是讲传统白的，毋是讲传统无好，是因为咱若要去因新的物件之外，咱爱先甲传统放到一边，甲一寡较特别的物件，较敢用新的物件来加入来，再甲传统揽做伙，这变做咱台语新的。咱台语在豆豆进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过程。我嘛学了真侪，要安怎讲，互家己较勇敢去讲，去创造遐新的物件，还是讲，刺激我去用台语的想法来表达我家己的研究，我家己所做的代志。这是我学到，嘛是甲大家同好，共同共勉的一件代志。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好，来，咱最后一位，请迄一玲。大家好，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吼。好，我首先就爱感谢我迄3岁半的查某囝，因为是伊，因为生伊了后，我较开始搁甲台语讲转来，其实已经足久无讲啊。因为当初我咧补习班，以前咧补习班上班的时阵，想讲大家拢开钱要来学英语、双语嘛。迄当阵就有一个感觉，迄当阵我较大汉啊尔，我就讲后摆我若生囝，我就要甲伊讲台语，我嘛要双语，但是就是台语甲国语。其实我台语讲了足烂的，我是阮兜讲了上汉慢啊、臭龄台，迄歌的音，迄囡仔我拢会讲做音仔。我即当嘛是讲了无好，但是我感觉讲。找语言转来即条路，互我感觉足欢喜的，搁甲即个土地搁较连结。我嘛感谢台语路，因为有一阵家长为着咱的囡仔会当搁甲母语传落去，所以我嘛是咧迄个群组内底看到成台语班的即个消息。来参加，美惠老师真正足赞的，因为伊拄开始就甲阮遮个台语班讲，免甲学生仔讲政治，其实我嘛无介意讲用政治的方式去测教因讲台语，还是讲要调因的音。其实我感觉讲，因若愿意讲，咱就互伊加讲，对，像甲我甲阮的查某囝嘛是安尼学白讲，对。所以过来就是美惠的课真正足活泼的。我其实家己当做学生啊，逐礼拜拢足期待来，敢若一届迄较种嘛得奖无法度上线顶，无我基本上一定拢会参加，因为我足期待演讲的所有内容拢足有知识的。对，其实学生啊嘛进步足侪，为开始陪因安尼一路行来因嘛拢开始愿意讲，愿意用台语，尽量用台语。有当时因嘛是会转袂过来，看到因的进步，我嘛学到足侪新的知识。美惠阁是一个就会晓教学生就是引导因家己的想法讲出来。所以我感觉这是足好的。我嘛鼓励即代少年囡仔出去就是用台语讲话，我感觉足亲切的，因为我袂晓煮食，我毋知影我会当。互我的查某囝学啥物手路菜，后摆想着妈妈的是啥，就感觉讲后摆我若真正走啊，伊就会想着妈妈有互我一个母语，一个礼物安尼，对。
我就欢喜会当来参加做台语盘，希望母语我若会使，母语对，我就讲我迄个迄个就袂晓讲诶，着母语，母语对对，好，多谢大家。话即个手路菜，即句话讲了真好，即个比如讲了真好。其实呢，即个课吼，对我来讲呢，我是汉想介济吼。对阮遮个少年囡仔来讲哦，我每一个咧教台语盘时，我拢用即句话吼，叫碰咱宝语的芳开，牵成少年的水开。所以讲因为有台语盘斗3工，会互阮即个课逐个呢愈来愈进步安尼呢。所以阮是汉想介济的人吼，所以真感谢咱的台语盘斗3工。好，刷落来呢，特别来咱今日的迄个节目。今仔日咱遮有安排5个学生头前即个呢是步数撇步，刷落来即个呢是专业知识永培甲风格是专业知识，啥人来做主，即个是说服高正你有外满足，即个嘛是专业知识，少年安那，即个是说服高正所以今仔日咱因为我教即种演讲的过程拢较注重甲观众的互动所以今仔日伫遮呢，你会看到讲每一个演讲者呢，我拢会安排2个人来做互动所以咱即马遮看到比如讲伟雄伊的演讲呢，是要邀请10甲另外一个人遮 ABCDEF 拢是即马欠人的，所以我想要邀请观众讲，你若有开方便开麦克甲开你的摄影机呢，麻烦你伫开讲时写讲你对倒一个有兴趣ABCDEF， 咱每一个需要一个观众就讲刚才伊咧讲伊咧演讲的过程的时阵比如讲10甲即个 A 呢，因2个会来做观众甲咱即个讲者有互动安尼会较趣味，逐个袂讲听甲困去安尼。好，所以讲我即马就邀请观众你若有兴趣，麻烦你伫开讲时写讲你想要做 ABCDEF 看倒一个安尼。好，来刷落来我就来介绍今仔日刷落来的安排节目呢，我就要邀请2个学生第一个是咱化学的人影的詹昭宪你会当甲想讲呢，伊是万事照起工勇敢面对挑战的詹昭宪来第2位呢是化学的人影的柯宇欣，台顶表现拢袂输，大家准备足用心的柯宇欣。安尼咱就要来邀请咱即2个主持人来为咱介绍咱今仔日的第一个讲者林伟成。即马就爱请伟成，你爱开始分享你的 PowerPoint。我即马来停止共用。安尼咱请宇欣甲昭宪，你2个请开始。宇欣，你咧想啥？哇！我想讲，我安怎才袂互阮妈妈佮发现我最近佮偷偷拍棒球啦？是安怎？是安怎？阮妈妈就讲查某爱较优秀一点袂使遐尔粗勇啦。毋过我真正足介意嘛，足想要拍棒球的呢。优秀优秀即个事甲你袂合啦。你讲啥物？无，我啥物拢无讲。既然你讲你想要做你继续做你介意做的代志，那安尼就互煞来讲者来教你吧。法律系林伟雄，伊伫咧高中进前定定咧做班长，伫咧国小的时阵，佮做过棒球队的队长哦。高中嘛做过美食社的社长，即马就互咱普仔写出来，欢迎林伟雄的演讲。来，歹势我来交了解就是讲请问秀婉，我敢会当邀请你来做观众秀婉甲10来陪诊咱秀婉甲10，麻烦你甲放伫舞台中刷来咱拄我即马将咱即马有欠的要甲演讲者互动的名单安尼，我下令甲搭伫咱的开讲室所以讲咱观众若有兴趣要斗3工的你会当写伫顶管安尼就先邀请陪诊感用好势咱等者等陪诊。恁有看到嘛有5个鸡啊。对，有啊好，来，伟雄有看到无安尼就我看。
应该有5个哦，还是该定用一个？我唔免啦，要背景哎，我唔免。有无无问题。哦，你免动舞台上。我有考下，毋过无要紧，我看有。哦，干呢？嗯。安尼有4个，一个是倒数计时，安尼无问题哈。嗯哼。安尼会使啊，开始。好，大家好，我是虎年发威，要互台湾做英雄的林伟雄。今日我要来甲大家讲僵尸拼道士的故事。啊，啥物啊？僵尸拼道士哪会遮恐怖咧？请大家听我说分明啊。无法度动 PPT。免费，这规个荧幕袂使叮当。你无办法用 PPT。你无办法用 PPT。是你控制呢？是伫你的电脑顶管无法度下一页吗？Page down。嘿，下掉诶。变成你爱先 log out 吗？还是你 PPT 拢无法度关起来？Ctrl Auto F4诶，你先甲伊 delete。Ctrl Auto Delete。你若 Ctrl Auto Delete， 强制你的简报关掉，点开安尼。点开者，歹势。好，按是定来。好，会当继续啊。头壳是当字。好，我即摆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吼，大家认为僵尸是安怎行路的咧？请大家伫边遐开讲室，互我恁的回答。有人拣是，有人拣3。一般来讲咧，伫电影内底，大家看到僵尸行路的方式就是第3向前直直跳。我即摆问大家一个第2个问题哦，大家认为拄着困难，你安怎做咧？请大家嘛共款伫边遐开讲室，甲我讲你的想法咯。好，面对困难呢，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智慧来处理？我即摆就要来甲大家讲，我自细汉到即摆，我拄着困难甲处理的经验。自细汉我就真爱拍网球啊，这拢爱感谢我2位好朋友，就是这荧幕顶管这2位漂皮缘投的囡仔兄，是因带我参加网球队，阮逐工做伙练网球，参加比赛。后来咧，我阁有做网球队的队长，参加各种比赛嘛得真侪奖。来哦，即摆有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一定我问你，你看我即款模样有奥运国手的办势无啦？一定有的啊。感谢。是讲我这个奥运国手咧，未来奥运国手煞拄着一个真阿爸的道士。阿爸的道士到底是啥物人咧？就是阮妈妈啦。读高中的时阵，伊伫我的册包顶管搭一张符啊，叫做“国中袂使拍网球”。一定啊，是讲，若是你是我的妈妈，伊感觉为虾米咧无爱互我继续拍网球咧？惊你拢一直拍球，无咧顾功课哦。阁会，这拢有呢，受伤啊，因为运动会定定受伤。出脱咯，我是感觉运动真好啦，这袂讲无出脱。小阮咧，我惊伊影响功课，伊惊你影响你的功课。好，我甲大家讲哦，我咧就是因为拍球定定咧受伤啦。有一摆咧，我同朋友咧拍双打的时阵，我的喙齿互朋友拍断啊，足疼的。阁有一摆，我咧落雨天的时阵比赛啦，迄个拍甲骨的。我想讲无代志，阁爬起来，要准备发球继续比赛。结果球挺起来咧，人随颠倒摕伫涂骹去啊！是讲即马想起来吼，真正是戆人有戆胆，为着理想，逐项拢要担。做妈妈的人绝对是烦恼到要死的啊！我嘛无莫怪伊甲我搭即条符啊。就算会定定受伤，但是我是出来拍网球的啊。
所以我想到头一个方法，就是甲妈妈参详沟通讲，妈妈，你甲看啊，倒一个运动袂受伤咧。每一个金牌选手，大家身躯顶拢嘛大胖细粒，是讲毋管我安怎理性来沟通，都拼袂过妈妈满满的关心，根本就袂参详者。结果妈妈就先讲甲我羞辱啊，甲我嘛甲臭头。头一种方法已经失败，毋过我是好年发威，要互台湾做网球英雄的林伟雄呢，哪有可能就安尼放弃咧？所以我想出第二个方法，偷偷报名体育班，第一名录取，第二头名啦，佫请赢的，是讲我用尽心机行到这步，尾仔步煞无算着，体育班的录取通知单寄对阮兜去，佫互妈妈发现呢，夭寿，结果伊毋但甲我照三顿骂，连学校老师嘛，互伊骂要3面3工。最严重的3面3工，我是讲真实的。第一工的时阵，妈妈就讲，体育班成绩已经足歹的。第二工，体育班的囡仔足够爽的，拢袂晓读册，人品嘛已经足歹的。第三工，妈妈想无办法，空体育老师会当冤家啊，伊就足大声讲，不准就是不准，就是不准读体育班。可怜的体育老师那是阮妈妈的对手咧，所以我的册包顶悬嘛加打一条符啊，不准读体育班。听到这，亲爱的朋友啊，恁认为我着安怎做才好咧？请大家伫开讲时甲我讲恁的想法。好。今3个人大家真了解我，都知我会偷偷拍网球，真正是我大心的少年伴。读高中的时阵咧，逐工拢先教阮妈妈，互我2张符啊，伫我的公司册包顶悬，乖乖照伊安排，跳出门去读册。是讲甲学校的时阵我就甲符啊拢掠落来，找欢欢喜喜去找学校的体育老师甲朋友，看拍球练功夫。即马甲收起来，高中迄时的梦想，就真正是梦想尔。大学了后，我嘛无机会通好拍网球啊。是讲少年的时阵，为着追求梦想的，认真打拼，想尽办法，参详沟通。我所赚到的是啥咧？毋但是勇敢的体质，甲粗勇的筋肉，甲美丽的骹手哦。上介宝贵的就是。那无声音？实在无听到声哦，伟雄。伟雄，你的麦克是物？试着，好，好。上介重要就是爱有了解无论水偌深，目标袂到，毋死心即款精神哦。我即马咧，伫阮法律系羽毛球队，也是平常咧拍乒乓真正是倒顶年间，遮尔简单。所以拄着困难，爱安怎解决咧？爱看公司共款，毋免惊。即招若袂用尽，就我后一招，佫袂用尽，佫跳另外一招，跳，甲公司共款，向前直跳。就算到尾啊，也无法度解决，要安怎咧？无要紧啦，遮我送互大家4句话：老歌惊写真歹篇，有时佫会落雨天。认真拍拼几啊年，路行到尾也甘甜。这就是我的公司精神。请一人行小棒头做迄2至4句话。人一生咧走跳，路若行苦，嘛会巧。无论虎啊，会倒。上无水无白流，上无寒水多谢大家。上介重要就是我即句，上无寒水无白流。落力，主持人。感谢这个伟雄的演讲，真正真精彩嘛，真特别。即马大家会使甲讲者来做互动，会使来向讲者来提问。有问题的朋友想要加了解，来请讲。
一个问题吼，我毋知影讲网球吼，因为我古早毋捌听过网球，我拢讲 tennis。啊，伫台湾即马有讲网球，啊是因为一般，因为这是外来语啊，敢是讲 tennis？因为你即一开始讲网球的时阵，我毋知影是啥物，啊，敢是会当直接用外来语讲 tennis？我嘛无啥清楚咧，这伊会甲我教的。对，阮几个台语老师研究敢若是安尼哦，吼，缩进有理解嘛，吼。我结论就是讲网球安尼。网球 ，OK。体育界拢讲网仔球。哦，网仔球。网仔球。来请陈雷先生，敢是要提问？请问你即个讲话内容有互恁老母看到无？啊，伊的反应安怎？我毋敢互伊看到，伊毋知，所以我即马伫外口，我毋敢伫厝内演讲。咱后一位举手的是李勇吴。我笑盈吼，你即马有咧搁咧拍球无？我足久无拍，但是有闲的时阵会拍，就是足少。我即暑假吼会搁去拍，就是有找较早老师要练网球。你若是来台北甲我讲，我带你去拍。好无？好，谢谢。来。甲吼，你即个一直向前，即个精神吼，咱有阵咱会用足侪物件来比喻啦吼。第一遍我听伊用僵尸来比喻，这我感觉这较特别啦，这是你家己想的是无？我嘛毋知，就是有一天较突然就想到。OK。好，来，歹势，我请问咱的计时员，咱即马时间是安怎？即马是剩几分钟？已经超过3分钟啊！1分钟嘛，系啊，超过3分钟，所以咱会当换后一个啊。好，安尼歹势哈。好，感谢吼。即马来咱的主持人要开始以前，我想要来，咱的第二后一个讲者是杨新芳，新芳甲新芳互动的呢？叫有东营，咱敢会当去邀请一位观众？因为我来邀请少盈，敢会使？少盈，吴少盈，你敢有方便开麦要安怎用？你着开你的镜头，确定讲者问你问题，你着专心听，回答伊的问题，安尼。好啊，我去穿衫好无？好。3分钟。好，我3分钟，我去穿衫。背景吼，这个是这是利用 LEON 吼，利用好 ，OK， 好，安尼咱请主持人来继续。哎哟，你是安怎啦？哪会看到迄100块的土大开啊？你看这100块是毋是愈变愈薄啊？有吗？迄毋是共款，哪有遐薄？你骗人哦！我讲的毋是迄个厚薄啦，我讲的是迄100块会使买物件愈来愈少呢。无吧？我感觉是共款啊。像你这种大小姐，你毋捌啦。30年前，我摕这100块去洗牙齿，会使哪食哪耍，有食阁有掠。但是即马摕这100块去洗牙齿，连一块乳白都食袂起啊，气死啊！哎哟，你莫艰苦啦，这拢是正常的啦。咱即马就欢迎咱经济系的杨新芳来讲互你听，啥咯咱的钱会变较薄，伊的想法愈侪就做愈侪，毋惊困难，毋惊辛苦，请大家抱仔声吹落去，来欢迎伊。大家敢有听到我的声？大家好，我是新台上威风的杨新芳。安尼，当年甲少盈，你看我手提这是啥物啊？钱啊，银台票，10块钱。美金啊，无1千块对无？安尼，恁大家感觉
这个钱有重要无？有重要，请你帮我起一个赞，好无？哦，哦啊，有迄老伙仔甲我讲，哎哟，少年呢，毋好看钱遐重啦。我所甲讲，哎哟，老诶，啥物毋通看钱遐重？人亲情，钱是性命呢。唉，真侪人逐工辛苦趁钱，煞拢毋知钱到底走对倒位去啊啦。敢若无论安怎趁，钱拢无够用呢。俗语讲，人两骹，钱是四骹诶啦，善了捌了袂着。所以我今仔就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个划水会简单，有法度互钱变搁较高，也是变较薄诶大人物咯。哦，这个大人物就叫做永伯啊，也就是咱诶中央银行啦。好，介绍永伯之前，我先来讲放股诶故事。今仔日男主角放股，大学毕业了后，认真拍拼食头路，日子是一天一天过。伊对未来嘛真有计划，不离个娶某生囝这件代志，煞互伊真丢毒啦。为虾米呢？因为伊一个月薪水目才3万外箍，安尼敢有法度生一个家？唉，人生在世，万项拢爱钱啊。虽然讲钱毋是万能的，但是无钱真正是万万不能，对无？对啊，嘿，好。对。放股欠长内度，真无简单，才欠着伊的第一桶金100万。伊逐工都咧想，要安怎互这100万愈变愈侪，互伊落地的本金生搁较侪利息出来。所以伊下班了后，就是咧研究即个学问、理财甲投资啦。相信当年甲恁拢对投资真在行，但是对钱嘛真要义，对无？安尼。即马上定看到两种，第一就是甲钱寄伫银行，第二就是摕去买股票。放股会使甲伊的100万摕去寄伫银行生利息，安尼一档了后，伊的本金加利息就变做101万，投资回报率就是1%尔哦。好，第二种，放股会使甲伊的100万摕去买一间 A 电子公司的股票，买的时阵一张100块，拄好智慧型手机开始试行。股票起到一张500块，安尼伊的本金就变就为100万变做500万安尼，投资回报率有400%哦。不过吼，这流行就亲像一阵风啦，来无影去无踪。过无偌久，即个电子公司的股价就亲像水崩山啦，落甲一张剩50块尔呢。若是放股无甲伊进前的股票卖掉，落甲即马。安尼，伊的本金就剩50万尔，投资回报率是负50%哦。好，相信大家听完这个所在了，大家拢应该知影，倒一种是高风险甲高利润啊。好，安尼请问当年，你感觉？好，你感觉倒一种的投资是低风险，啊毋过利润嘛较低呢？是。寄银行生利息。对哦，无毋对啊。寄银行生利息就是低风险嘛低利润的，啊买股票就是属于较高风险嘛高利润的哦。哦，安尼请问大家，恁若是放股，恁会拣倒一种的投资方式呢？会使请大家甲恁的想法拍伫咧开讲室哦。哦，好，好，哇，拢有，好。大家想法拢无毋对啦，毋过上正确的做法是，毋通甲所有的技能囥伫同一卡囊内底啦。所以放股甲伊的本金100万，一半摕去寄银行，一半摕去买股票。寄银行的钱是稳当当啦，啊买股票佫小可有赚哦。哇，看起来放股佫不了有投资的头脑呢。无毋对，吼。哦，啊，毋过有人会问讲啊，放股。迄银行甲迄利率调遐尔低，敢有啥路用？定存的利率敢若1%呢，遐尔低。虽然真低，毋过这嘛一个好处哦。若是有人吼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甲银行借钱，即个贷款的利率嘛共款真低哦，所以伊爱还的利息就袂遐济啊啦。好，啊毋过大多人讲遐济，啥物利率悬啊，利率低，安尼即个利率到底是谁咧管的啊？
这个时阵，咱就要详细了解永平这个人啊，也就是咱的中央银行。咱甲钱寄伫咧银行的存款利率，甲银行借钱的贷款利率，就是永平咧管的哦。伊会使讲，伊就是所有银行的大头家啦。伊的存款利率落低，贷款利率就会对咧降低哦。伊会根据咱国家甲这国际经济发展的情形来做调整哦。好，安尼即马请大家详细听哦。即马放股想讲摕伊买股票赚的钱来买一台汽车好啊，因为利率真低嘛，无够的钱，则来甲银行借就好啊。所以大家拢甲放股共款，买股票赚大钱，市场的景气真旺。安尼，请问大家，恁感觉这买物件的能力是提悬，还是降低咧？会使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哦。好，安尼，请李阳，你感觉这个买物，这个是一还是二咧？有啊 ，OK。会使买利用着提悬较济啦。对，无毋对啦，就是即个买物件的能力，买物件的能力，也就是讲开钱的意愿会变较悬哦。对。好，歹势。好，这买就也就是讲，大家买物件变较阿莎利啦。好，安尼，大家搁详细听哦。即个消费者买物件能力，买物件的能力提悬了后，安尼即个时阵，物件是会变较贵，还是会变较俗咧？共款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哦。好，安尼，当林兄，你感觉是倒一种？会变较贵。无毋对啦，即个物件就会变较贵哦。为虾米咧？即摆我来讲一个例互大家听，就是讲，即摆即个银行的利率真低啦。大家就想讲啊，非得我来甲银行借钱买我想要挃的物件嘛。好，比如讲汽车好啊，即摆有100个人向100个人想要买汽车，不过现主是卖汽车的头家，敢若使出50台尔呢。所以也就是讲需求比你的产量较悬哦。所以即个时阵，请问大家，恁若是车卖汽车的头家啦，恁会甲你的汽车卖互介绍出悬的人？还是介绍做较低人咧，会共款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哦。安尼，你若是头家，你会卖互啥物款的人？我若是讲，应该是卖互爱出价较悬的人啦。当然你感觉咧？是咯，当然咯，对啦，用骹头虎想嘛知，当然嘛是甲物件卖互介绍做较悬的人嘛。安尼，我毋则趁较有。安尼，这就是为虾米永平来甲利率降低，消费者买物件能力升悬了后，物件程度会愈来愈贵哦。安尼，请大家想看卖啊哦，这个利率降低，消费者买物件能力升悬，物件会变贵。这个情形，经济学家是会甲号做通货膨胀，还是甲号做通货紧缩咧？大家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了。对啦，大家拢真巧咧，就是通货膨胀啦。这个时阵大家搁想看卖啊哦，放股想讲会趁这个机会，利率遮低，安尼伊有一笔钱会使摕来投资，伊是爱甲这个钱摕来寄定存，还是摕来买股票咧？安尼，你若是你有一条钱，你安怎做？我会去借钱来买股票。借钱买股票，但是毋是买股票，是买迄叫做啥？做多迄种的，迄种叫啥？迄种是就是买迄个选择权是无？对哦，迄歹使。我要紧，叫个先讲股票。对啦，就是买股票较会好嘛。因为利率遐低，你寄伫银行，就也无趁偌济利息啦。对，安尼。放股敢会使趁钱的时阵，来甲银行借钱买车，是爱趁利率低的时阵，还是趁利率较悬的时阵呢？共款会使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咯。安尼，当林兄，你感觉即个是爱一还是二咧？利息较低的时阵买车嘛？
嘿，无毋对啦。安尼，你爱6月逐个六甲利率加的时阵，借钱买车，爱6月利息就真加嘛。吼，毋过咧利率若降低，消费者买物件的能力欠悬，物件就会变做愈来愈贵，对无？安尼物件若一直起咧，安尼敢袂使啊？认为？当然嘛袂使嘛，哎，挡袂掉啊！嘿，安尼当然嘛挡袂掉啊，对无？挡袂掉啊！嘿，就亲像最近啊，罗西亚甲迄乌克兰的战争啊，互全世界的原物料拢起到毋知影人啊啦，哇！就亲像迄火炭啦、天然气啦、啊，甲树头嘛起，啊，这物件若起吼，工厂的电钱就得咧起啊啦，所以工厂的成本就增加呢。啊，工厂哀叫呢，啊，通拢起价，所以吼，伊不得已只好家己做的物件嘛拢起价啊啦。安尼伊毋知有法度继续维持伊迄个卖物件的迄个成本甲利益，所以物件就变做愈来愈贵，互大家钱变做愈来愈薄哦。吼，安尼。认为我甲你问看觅，这时阵政府敢会使目睭紧紧，互这通货膨胀一定安尼拖落去，是毋是？当然嘛袂使嘛，对无？吼，喂，对啊，吼对吼，无对啊，当然咯。安尼，恁感觉即个时阵永白啊，是爱甲利率调悬，还是搁较继续降低咧？当然爱调悬啊。嘿，调。其实是爱调互悬啦，但是实际上嘛无一定啦。袂要紧哦，袂要紧哦。这时阵正常来讲，利率是爱调互悬咯。为虾米咧？吼，安尼请大家想看觅啊哦。利率若悬，安尼放股会甲伊的钱摕去继续寄定存，还是买股票咧？你感觉？应该是钱拢摕来去囥去银行内底啊，甲股票甲卖掉啦，无毋对啦，因为这时阵利率真悬嘛，寄伫银行的钱是稳当当啦，佫免烦恼即个起落落的股市呢。所以讲吼，即个永变利率调悬，还是低，就会影响到即个投资者会甲钱囥伫咧银行，还是囥伫咧市场哦。好，安尼，当然，你感觉这时阵敢会使甲银行借钱买厝，利率遐悬？哦，可能较毋好啦。嘿。对啦，当然嘛，莫总共人，安尼真毋通诶。安尼啊无吼，干一世人还遐钱都还袂了啊！吼，所以永别甲利率调悬，物件是会起价还是会落价咧？大家会使讲拍出你诶想法。哦，安尼当然，你感觉物件会起还是会落？嘿，无人买，物件就是会落价。啊，为虾米咧？因为银行甲利率调悬啊，大家拢甲钱寄伫咧银行啊。嘛袂凊彩去甲银行借钱来贷款啊，所以也就是讲，即几个市场的景气无遮尔旺，无啥现金，大家买物件的能力、开钱的意愿就降低后，大家买物件就想看觅啊啦。所以即个物件，恁若是头家，当然嘛是甲物件去俗俗啊买出去嘛，啊无吼，拢无人要买我的物件呢。吼，所以物件就会落价。吼，哇，认为安尼。听遐尔啊济，永白啊，甲利率若降低，即个永白若甲利率降低，物件会起价；啊，若甲利率调悬，物件会落价。伊就是透过即种方式来影响大家投资的方向，最后来稳定来维持即个稳定的经济哦。哇，认为安尼恁感觉即个永白有用无？真用，真用，嘿，真用对无？好，安尼头拄仔讲遐尔啊济，最后来讲几句话，安尼恁认为会使缀我念吗？好，安尼大家有时间嘛会使缀我念哦。好，有风毋通驶进房，有风毋通驶进房，驶进房，鸡卵毋通囥共人，鸡卵毋通囥共人，中央银行斗3工。中央银行斗3工，生活稳定够轻松，生活稳定够轻松。好，感谢大家，主持人。因为咱的时间了有较欠，所以讲咱了3分钟就好，问问题3分钟，背景请你说3分钟。好，来，咱邀请看倒一位观众有啥物问题，请你举手。
咁有人想要对这个演讲有啥物问题想要我敢会使问一个问题，我李阳效应，我敢会使问一个问题吼，就是咱若是讲甲钱拢囥咧银行内底啊，工厂拢无去借钱去投资生产物件，咱迄经济会较好，还是较歹？照一般来讲，因为大家拢无甲钱摕去投资，所以即个经济会变作愈来愈歹哦。所以讲，咱的经济成长成长，讲安怎讲，会变较低啦吼，较低啦吼。无对。好，多谢。我敢会当问一个问题。来，请问想问。利率敢有别种讲法？因为我唔知影利率代志有啥物？应该叫做利率啦。利率安尼一般民间讲利息，利息对。利息是咱一般咧讲，但是伫迄个专业术语叫做利率，利率吼，利率系。无对。哦，好，多谢。咁有其他的问题？若讲有其他问题，迄个观众嘛，当写伫开讲室，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特别来进行有一场单位组的演讲。位组的演讲呢，咱有夏玉华甲蔡和欣，因会甲讲者做互动。即马来咱刷落来个基金的演讲吼。李基金的演讲，咱来邀请刘幸福老师，吼。我来问看，婉莹敢有听到？婉莹，你敢会当甲咱的讲者互动？伫第4场的时阵。哦。好，安尼汉林第4场的时阵，则麻烦你开镜头吼，毋是即摆即场。我即摆先出来讲第5场，第5场少年安娜，我敢会当邀请尚温甲吴安。比会。嘿。我有找一个人要甲我互动。好，你讲伊的名，安尼背真正会当识。伊的名倒一字，写名。我叫伊迄种好啊，我叫伊伫开讲室回答。搭伫开讲室，好，安尼咱就请尚温甲拄仔金辉讲的即位朋友做伊的互动者，吼。好，安尼即马咱来进行委主的部分。好，来主持人。吴欣，你敢有咧关心啥物社会议题啊？当然有哦，我足关心迄毒品啊、环保啊，阁有足侪我拢有关心啦。你讲遐拢伤远啊啦，敢有伫我身躯边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咧？那无声音。伊网络可能断去，我看伊敢若定去。无你甲继续讲。美惠歹势，咱即组阁有一个。区边哦。夏玉华。好。我来请继续。有欣的声音敢若怪怪哦。伊遐可能网络无好。我吗？安尼。我伊转来。好，我继续讲。就是恁讲流产的议题啊，你讲这对女性是毋是特别重要咧？对呢，我知影啦。即马足侪人咧讨论啊，迄大巴肚的查某啊，是毋是会使家己决定迄婴仔伊无爱，是安怎才是合法的？是讲女性有即个权利会使家己决定无？是规家伙仔要做迄决定？足复杂的呢。对呢，这真复杂。但是这嘛真重要哦，所以讲刷来讲者外文系单位组会来甲大家分享这议题，甲伊拍怀球的伊会透过听 podcast， 也就是咱台语咧讲的广播，来关心经济甲社会议题。即马请大家拍写出来，欢迎单位组的演讲。好，大家好，我是做好代有教位新冠领组的单位组。
今仔日咧，咱在场的每一位有缘会当伫遮做伙，拢爱感谢，互咱有即个机会来到即个世间的爸爸妈妈，有因斗阵做伙，才有即摆的咱。尤其是咱的妈妈，才有一句俗语，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我想要请问蔡兴甲玉华，恁敢知影即句俗语？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是几块房呢？恁敢知影？四块房。无毋对，就是四块房。因为咧，生囝即个过程咧，真辛苦嘛真危险，所以伫遮四块房就是讲观察啦。因为生囝过程就像我拄则讲诶，真危险啊。妈妈甲阮生落来了后咧，佮爱每日照顾产养大汉，才有今仔日健康诶咱会当伫遮相逢。所以对一个家庭来讲咧，要生毋生是一个真大诶决定。今仔日咧，查某人若是有心，毋过因无想要将囡仔生落来，因就需要来去做一个手术，叫做人工流产。安尼，我想要请问大家感觉人工流产伫咧台湾是合法，也是无合法的咧？恁会当将你的想法拍伫咧台讲室。我则想要请问蔡兴，你感觉人工流产伫台湾敢有合法咧？有合法吧？你感觉有合法？我即摆看卖台讲室内底有人写1，嘛有人写2。其实咧，大家拢无毋对哦。伫咧台湾咧，你若是有符合优生保健法的话，你做人工流产就是有合法的哦。优生保健法咧，伊保障了这6种状况，你若是有符合这6种状况，你就会使合法的来做人工流产。第1条到第4条，拢是甲妇女的身体健康以及囡仔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第5条就是讲，今仔日妇女若是去受到性侵害，也是讲伊甲法律规定袂当结婚的人发生关系来有生，伊就会使来做人工流产。而且，咱要特别注意的是第6条，只要今仔日咧有生妇女因为有生即件代志，会去影响到伊的心理健康，安尼咧伊嘛会使来选择要敢要做人工流产。安尼我想要请问玉华，今仔日咧即个妇女伊有生啊，毋过伊感觉伊即马无钱，伊嘛无想要将即个囡仔生落来。恁感觉伊是第5种状况咧，也是第6种状况？第6种。无毋对，就是第6种，因为今仔日有生即件代志会去影响到伊的生活。好，我阁想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今仔日女性若要做人工流产，大家感觉啥物人做主较重要咧？大家会当甲家己的答案拍伫咧台讲室。安尼我想要请问蔡兴，你感觉即3个是倒一个较重要？哪吧？这是2个人的决定啊。你感觉是第3个？玉华咧，你感觉是倒一个？我嘛感觉第3个，翁仔某同齐就去决定。若是会当翁仔某双方拢共同决定，迄就是上好诶。咱就来看台湾的法律是安怎规定咧？一开始虽然咱拄则伫咧优生保健法的时阵就有讲过啊，你今仔日若是因为有生即件代志会去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安尼你就会使来选择做人工流产。毋过咧，这条法律伊阁有挂一个条件哦，就是讲已经结婚的妇女，伊若要做人工流产，伊就一定爱摕到因翁婿的同意，才会使来去做。这条法律咧，就引起足侪人的不满。所以咧，伫咧去年，政府就宣布讲，要将这条法律改掉，互妇女因会当家己来决定。虽然讲伊甲法律改掉毋过咧，嘛是有真侪人感觉足不满的。所以这就是
为虾米我今仔日想要甲大家来讨论？安尼我想要问大家哦，恁感觉人工流产呢，敢有需要翁婿同意呢？恁会当将恁的想法拍伫咧台讲室。安尼我嘛想要请问玉华，你感觉敢有需要翁婿同意？若是今仔日讲一定叫一个人做主的话，无一定爱翁婿同意，当时爱看伊的翁婿是好人啊歹人。伊若准讲是迄种恶一个人，其实无需要伊的同意啊。了解。安尼蔡兴咧，你感觉咧？我查甫的，我当然嘛讲爱看，爱问我啊。爱看情形，我感觉无一定，我嘛感觉无一定。好，安尼咧，好，这就是今仔日我要甲大家来讨论的，啥人来做主？人工流产配偶的同意权敢有道理？接落来，我要甲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咧，甲我今仔日想要分享的代志足有关联哦，所以大家爱真注听。第一个故事咧是 A 小姐的故事。A 小姐结婚2冬外，虽然讲人工趁生理又趁钱，毋过咧常常拍某，甚至咧搁会伫外口饲查某人，所以 A 小姐伊就感觉足痛苦的。伊就想要赶紧找到一份稳定的头路，然后就要甲因翁离缘。结果伫咧这个时阵呢 ，A 小姐就发现伊竟然有心伊想要做人工流产，所以伊就去甲伊翁参详嘛。毋过因翁就是拍死无同意，互伊去做人工流产。有心的 A 小姐，伊嘛袂当家己去外口趁钱，找头路，伊拢袂当。所以，伊就互这段婚姻，互有心这件代志白死。这段婚姻就变做有心这件代志就变做因翁控制伊身躯、心理甲经济手段。好，安尼咧，伫咧这个故事内底咧，就像拄则玉华讲的，爱看这个翁是好人也是歹人，爱看状况来讲。伫这个状况内底咧。这条法律咧，伊已经去侵犯着有心妇女的自主权甲稳输权。为虾米妇女伊袂当家己决定讲，伊敢要将囡仔摕互掉？明明这就是伊的身躯啊！而且伊若是要摕到因翁婿的同意，伊就一定爱甲伊讲，伊有心的这件代志，安尼就会去侵犯着伊的稳输权。第二个故事咧是 B 小姐的故事。B 小姐，伊是一个真有才情的设计师。结婚了后咧，公司想要安排伊去日本的分公司学习新的技术。毋过伫这个时阵，伊煞发现讲伊有心虽然讲因翁仔某的感情真好，伊的大家嘛足希望会当赶紧相手抱相孙。做姑囝的翁婿嘛足希望会当有家己的囝。牵手报倒来，囡仔嘛是伊的一部分。今仔日若是翁婿同意牵手来去做人工流产，伊就等于讲伊放弃了做老爸的机会，而且嘛无法度完成汤尚会的心愿。所以咧，这就会互伊牺牲了伊想要做老爸的机会。伫咧这个故事内底咧，这就是为虾米有人会同意讲。一定要有另外一半的同意才会使。安尼，我想要请问大家感觉倒一个较重要咧？我想要请问玉华，你感觉是自主权、稳输权较重要，也是讲保障配偶的权益较重要咧？我感觉是第一呢，自主权甲稳输权较重要，因为本来就是查某人的身体家己做主啊。袂当讲逐项拢为着因翁爱去配合，因大家讲想要有抱孙，问题即个组人伊的梦想，啥物来替完成？以上。了解。好，安尼我嘛有看到台讲是有人讲，第一条甲第二条拢足重要，无毋对。毋过咧，我今仔日就是要甲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为虾米爱互妇女来做因身体的主人最重要诶？第一个理由咧，就是健康的风险。因为咧，伫咧生囝的过程中咧，妇女会需要冒着足大的身体风险哦。伫即马即个工商社会啊，成年人嫁出的年岁愈来愈大，嘛愈来愈晚生囝。超过35岁较生第一胎的女性，嘛变甲愈来愈侪。安尼，因需要面对的风险咧，就比较早搁较悬。根据卫生服务部的资料咧，伫咧108年的时阵，10万个女性哦，内底就有16个伫咧生产的过程中往生去啊。这就是这20几年以来上界悬的一个数字。所以，就像咱拄则看到的，古早人讲，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而且除了性命的风险了后咧，妇女阁需要面对下骹遮有讲到的遮足侪身体的健康问题，所以我才会支持讲，为虾米妇女会当家己决定伊敢要做人工流产，因为因爱面对的健康风险真正是足大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讲，有心会来去影响到女性的专业发展。伫咧现处时啊，女性甲男性拢有共款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会当嘛拢会当来去出去外口做工课，大家伫咧做工课的表现嘛拢真优秀。毋过今仔日若是女性雄有心安尼伊有可能就会失去对伊来讲真正重要的机会。就亲像讲，今仔日伊若是有心，伊想要来去做人工流产，毋过咧，伊甲伊的翁婿无法度达到一个共同满意的结果。安尼伫咧即个精彩的过程中咧，伊有可能就会失去掉足侪机会，就亲像讲无法度完成学业也是讲会失去做主管的机会。所以咧，就算恁讲伊有偌尔爱你，这失去的机会有啥人会当来弥补咧？所以，这就是我反对人工流产配偶同意权的理由，因为伊会违背了女性的自主权甲隐私权，而且女性爱承担的健康风险真正足悬。就算恁讲我会照顾你一世人，放心，你就去生吧。毋过，迄个健康的风险嘛是女性家己一个人爱来承担。最后一条咧，就是有心即件代志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女性因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因的专业发展。最后咧，我想要甲大家讲，阿拉伯结缘是好代，囡仔有缘传后代，生囝意见互相知，家庭关系才和谐。人工流产爱掩埋，顾虑难免伫心内。生囝有影辛苦代，妇女同意较实在。这就是我今仔日的演讲，希望大家听了今仔日的演讲，拢会当来想看卖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而且若是会使，嘛会当甲我做伙支持，互女性做因家己身体的主人。多谢大家，主持人。咱就陪即麻烦你设3分钟的问答时间，3分钟。咱邀请观众若有问题，即摆会当来举手。我敢会当。咱倒一位先举手。上温。上温好来，请讲。因为我毋知影倒咧举手，歹势。我嘛有听过讲，生会过加酒芳，我有听过一个是生会过麻油芳，毋知影这敢有是应该是共款的，只是讲无共的所在有迄种讲法。佫有一个是，你内底 PPT 有写着加肝，即个安尼的写法嘛是有人会用的吼。然后第三个是较慢嫁娶，佫较慢生囝，迄个慢。我嘛是第一件看到即种写法，佫有第4个最后就是你的最后一个迄个俗语，人工流产爱掩没
我毋知影这是啥物意思，敢会当小可解说者？好，以上多谢。安尼就是拄则讲诶，就是讲像生过迄其实拢是两个拢会当互相用诶，迄拢是共款诶意思。啊，最后这种人工流产爱也歹，其实就是讲人工流产要做也是无爱做，啊，想要就是家己写入诗内底，所以就家己删减成爱也歹，嘿，爱也歹，嘿。哦，啊，多谢。迄个较晚生，迄是较晚生，毋是较慢生。哦，较晚生哦。嘿，对，较晚生，嘿。了解。好，感谢迄个上阮诶问题。啊，敢佫有其他观众有问题？夏安有野手，夏安有野手。大家好，教授你好，不啦，今仔日无，就是这位同学，我感觉伊表现足好诶，感觉，只毋过伊淡薄仔紧张啦，无啦，我只是要甲你鼓励一下，因为伊听起来就是有参加过演讲诶迄个训练诶，毋过咱台语内底足重要一个点就是迄个咧，也是，就是咧即个字。迄是受华语影响，就是即个声调读做咧，伊较接是用伫咧即个疑问句疑问句内底，是读做咧莫遐紧张啊，莫遐紧张。我知影讲是讲互足侪人听，就是一件足紧张诶代志，毋过就是甲大家鼓励大家表现得真好，好多谢。多谢。请问拄啊，嘿，敢若有人要问问题吼，咱搁最后一位好无？敢是单位先生，还是？有一个迄啥物 KUI 外事有举手，单位有举手。今仔日少人真济吼，所以我来分享一个词啦吼。这个流产吼，咱古早较粗俗的讲法，较口语讲叫做落体啦。落体。多谢。好，歹势，咱搁一个观众就好无？请问来刷来是倒一位？我是桂兰吼，较早因为即个成语就是讲生会过，就是麻油芳，生袂过就是即个寒茶帮吼。因为以早是医学遐无遐尔好，所以嘛无啥物妇女科即方面的知识吼，所以拢是一半一半啦。死诶囡仔嘛是足侪，因为流行病啦、感染病嘛是无好。但是即马现代诶医学诶发展遮侪，敢若是即个死囡仔来过身去诶，即个情形足少呢。是毋是请单位来老师来讲，这差不多即马是差不多有几拍，还是讲恁拄仔是毋是有讲着，讲差不多即马现主时。若是因为生囡仔来过身诶，安尼，后来这问题位主讲着，来位主你搁讲一讲，好无？就迄张。因为虽然讲即摆科技足发达诶，毋过就是嘛是会有发生讲会伫咧生产过程中往生诶即件代志，就毋是讲伊会当完全就是互即个就是往生即件代志，就是完全就是伊诶数字就是零。嘿，所以就是希望讲，就是妇女会当莫因为生囝即件代志，就去危害着因家己诶性命。嘿，对，这就是我诶想法。所以就是想讲，伊会当家己决定。嘿。伊一段遮头个有讲着，就讲迄即个妇女因为生囡仔死亡诶，即个比例是愈来愈悬吼。你看，迄108年时阵，伊是上界悬诶，有史以来上界悬诶。好，因为时间诶关系，咱即马就爱来刷来后一场吼。好，请培真你爱说来后一场基真诶演讲爱说牛性虎甲婉莹吼，婉莹我有写离开讲是，互你看，你有看着无？培真。
LIMUAN。LIM。好，OK，好来，好，咱请主持人继续。主持人。听讲你拄则去饭店的自助餐食饭哦。嘿啊，伫饭店的自助餐有足侪好食的物件，互我毋知影要选对啥物，所以我就食足侪物件。我食足侪卤排啊、猪脚啊，还佫有沙西米哦，有够侪。毋过啥？毋过我感觉我足无满足的呢，是毋是我食伤济啊？所以我的腹肚会侵犯我。毋是啊，这拢是边际效应的关系哦。边际效应，迄是啥物物件啊？伊会互我落屎落到天边海角吗？其实我嘛无介清楚呢。无，咱来请经济系林基真来说明好啊。伊会晓写台语歌，嘛足爱唱台语歌，但是伊今仔日要来唱台语歌，因为伊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足趣味的知识——生活中的边际效应。请大家拍下嘴来欢迎林基真。好，大家好，我是拍拼靠家己上课甲认真的林基真。我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知识是：你有偌满足咧生活中的边际效应。这个经济学内底的边际效应啊，有请过的人，请帮我试下骹的这个举手哦。好，我看无足侪人试这个举手，那安尼就代表讲大家其实对这个概念呢，毋是足了解。无要紧，就互我这个经济系学生来为大家介绍。较早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做艾登史密斯，伊讲过一句话，伊讲经济和咱的生活真有关系。啊，是有啥物关系呢？就和你拄则这个暗顿有关系哦。我甲伊号做电脑人经济学。若是讲你今仔日啊暗顿去 7买电脑人。啊！你平常时啊爱食3粒电脑卵才会饱，今仔日7的电脑卵拄啊好咧，买1粒送1粒，所以你就摕到6粒电脑卵，哇！真正是赚到呢，有够赞的啦！即马你就开始要食这6粒电脑卵哦。伫遮，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食每一粒电脑卵的满足的程度，敢拢有共款咧？请大家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互我知影哦。我看到大部分的人拢是选第2个，无毋对，恁的想法和我共款，就是会改变。是要安怎讲咧？咱即马就来帮这入面的电脑卵拍分数，就会知影哦。这个分数代表的意思啊，就是讲你加食1粒电脑卵，你的满足程度会增加偌济。你一开始拢还袂食物件，腹肚有够枵。所以你食第1粒电脑卵的时阵，你的满足的程度就会足大，咱就互伊50分。翻落来食第2粒电脑卵，嘛是真好食呢。毋过咱拄则已经食1粒啊，所以即马你就无遐枵啊。咱叫地老卵，茶叶蛋叫地老卵哎。我另外一个专业啊，成功大学的学生在用台语发表东西啦，好好笑哦。他现在在讲地老卵的边际效应。对，无毋对。啊，你食第2粒电脑卵的时阵啊，你就是你的，因为你拄则已经食1粒嘛，所以你即马就无遐枵啊。咱的即个满足的分数啊，就互伊比第1粒搁较加1点仔的分数，互伊30分。刷落来食第3粒，像无遐好食呢，因为你即马已经食饱。所以这个满足的分数啊，咱就互伊20分就好啊。好，即马你已经食饱哦，毋过你拄啊好拄着买1粒送1粒嘛，所以第4粒无食真好势。好啦，搁食1粒，这个满足的分数啊，咱互伊5分就好啊。第5粒，哎哟，你搁叫我食吼，我应该有3个月无想要看到这个地老卵啦，所以咱这个满足的分数啊，就互伊0分。好，若是食着第2粒，哎哟，搁食落吼，我会直接吐互你看啦。所以咱这个满足的分数啊，就爱甲伊倒扣10分。好，
经过拄则即个电脑两个例啊，其实咱已经学着即个边际效应啊哦。伫经济学内底啊，即个边际效应的意思就是讲，你加增加一个单位的消费，你增加也是减少的效应有偌济，听起来真困难对无？其实即个意思啊，就是讲你加食一粒电脑卵，你感觉满足的分数会增加偌济分，也是减少偌济分。其中啊，即个边际意思就是讲你加食一粒电脑卵，啊，你即个效应的意思啊，就是讲你会感觉满足的分数会增加，也是减少偌济分。好，刷落来啊，我就想要考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拄则敢有认真听哦。头一个问题，即个边际效应啊，是为啥个角度来看的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请大家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互我知影哦。哦，我看到大部分的人拢是选第二个消费者哦，代表讲大家真正拄则真正足认真听的，无毋对，因为去买电脑卵的人就是消费者。啊，你嘛会当甲即个电脑卵啊，或者是苹果，也是便当，任何你想要食的物件拢会使。代表讲你食愈侪食的物件，你感觉满足的分数啊，就会愈来愈低哦。好，接落来第二个问题，你食愈侪电脑卵，你感觉满足的分数会愈来愈悬，也是愈来愈低啊？请大家共款甲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互我知影哦。好，我共款看到大家大部分拢是选第二个，愈来愈低。哇，大家拄则真正足认真听我讲话呢，就是愈来愈低哦。因为你食到后壁，你就愈来愈饱，无想要搁食的物件，所以你感觉满足的分数啊，就会愈来愈低。这就是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好，既然大家拄则拢遐尼认真听我讲，我就想要搁出一个和恁的生活有关系的情景题，互大家约看卖，这个边际效应减少，可会当用伫啥物所在呢？好，即马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阿兰，伊和伊的男朋友即马咧谈恋爱，啊，因两个啊就约好讲要去动物园佚佗哦。啊，因约伫倒一天呢？因约伫情人节迄天，所以即个阿兰啊就爱甲伊要和男朋友去动物园约会，而且约伫情人节即件代志，记起来，好，记起来哦。即马想要请问大家，即个边际效应减少，可会当用伫出去耍、记物件，也是谈恋爱呢？好，而且我想要请即个幸福，敢会当帮我讲看卖啊？你的想法是安怎咧？你是讲这三个选项爱选一个吗？对，这三个选项帮我选一个，敢会使？选第一个出去耍。第一个出去耍吗？好。对。无毋对哦，那安尼，我阁想要请另外一个人来帮我回答一个。婉莹，好，婉莹。婉莹吗？好，敢会当请婉莹甲我讲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三个拢是。三个拢是吗？哇，恁两个拢做有即个经济学家的天分呢。无毋对哦，就是这三个拢会当用到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是安怎讲呢？若是讲出去耍的话，你若是头一摆去动物园，你就会感觉哦，足神奇、足好耍的。啊，毋过你若是去共一个所在去愈侪届，你就会感觉哦，足闲、足无聊的嘛。你想看卖，若是你的男朋友，大家约会拢带你去即个动物园，你是毋是足想要和伊扯啦？是足想要去别个所在佚佗嘛？所以讲啊，恁若是去共一个所在去愈侪届，你感觉满足的分数就会愈来愈低，所以这就是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接落来，若是讲到记物件，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一个物件叫做袂记一个曲线？就是讲啊，阿兰若是甲即个伊要伫情人节迄天，和伊的男朋友去动物园约会这件代志记起来啊，啊毋过伊过一阵啊，伊就会袂记入去啊。电脑柄来讲啊，伊若是记共一个物件记愈侪届，伊就愈袂记入去哦。
这个概念啊，嘛互咱定定用着这个读册顶悬，就是讲你若是定定去学习这个册当中的概念，你就会就是愈袂去袂记一去，这嘛是共款的道理哦。好，刷落来就要讲一个和爱情有关系的问题，也有3个查某囡仔，头一个是你的初恋阿花，第二个是你的第2个女朋友阿美，刷落来是你的第3个女朋友阿华。我想要请问这个胜负，你会感觉倒一个查某囡仔是你上歹袂记一去的呢？上袂记一啦，对，上歹袂记一去。上歹袂记一个是第2个。第2个阿美吗？对。哦，毋过大部分的人拢会选头一个，就是初恋阿花哦。是安怎讲呢？因为讲这个初恋啊，就算讲毋是上适合你的一个查某囡仔，毋过因为这是你头一摆谈恋爱嘛，你就会感觉哦，所享受的满足的分数嘛是上悬的。所以是毋是和咱拄则食地脑卵共款，满足的分数拢是上悬的？这嘛是用着这个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哦。好，刷落来嘛是和这个谈恋爱有关系。大家敢会感觉讲，若是你和你的男女朋友做伙久啊，你就会常常感觉，我是毋是无爱伊啊？大家敢会安尼感觉咧？哦，好，我有看到有的人有点头哦。无毋对，这是因为讲你若是一直付出共款的感情啊，到一个程度了后，也就是这个热恋期结束了后啊，你就会感觉我这种付出哦真忝。所以讲这嘛是用着边际效应减少的概念，因为你对伊的爱就会愈来愈减少。伫这个爱情经济学这条歌啊，嘛有讲着共款的道理哦。好。咱拄则讲的啊，拢是即个边际效应减少的即个例啊。我想要请问大家讲，即个边际效应敢会增加呢？请大家把你的想法拍伫开讲室，互我知影哦。好，我看到真侪人拢是选第1个，安尼就代表讲大家真正是对即个经济学有够有天分的啦。无毋对，这个就是边际效应，就是会增加哦。伫遮我就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趣味的咧，叫做艺术的心理。若是要讲这个实验啊，咱就爱为伫这个康奈尔大学教艺术的这个阿卡教授来讲起。阿卡教授知影伊的学生这个心理啊，拢是较介迄种较有名的图的，所以伊就想要做一个实验。伊想要知影讲，即个艺术的心理敢会是后天会当改变的，所以伊就甲伊的学生分做2种。头一种啊，和平常时共款正常上课；第2种啊，伫大家上课之前，伊就会互伊看一幅较无名的图。经过1个学期落来啊，阿卡教授就要办一个投票，伊想要知影因的心理敢有互改变。结果啊，这和平常时共款正常上课的学生，因为无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嘛，所以当然是嘛和正常共款，拢较介意遐有名的图。毋过这就是逐工安尼看一幅较无名的图的学生啊，竟然逐工安尼看出感想来啊呢！因拢开始较介意遐无名的图，所以咱就知影讲因的心理互改变啊。而且阿卡教授就得到一个结论，伊讲啊，伫咱的社会当中，若是一个领导者决定讲啥物物件是水的，而且一直甲即个观念传互大家知影，过一段时间了后啊，就是即个物件，大家就会感觉讲伊是水的。所以讲，这就是用着边际效应增加的道理，因为每增加一个人感觉即幅图真水，即个水的观念就出现了哦。倒转来看咱即个实验啊。第一只就是遮个学生就敢若样仔共款，第一只样仔讲即幅图真水，第2只、第3只嘛会讲即幅图真水，所以这嘛和咱平常时听到的羊群的效应是共款的道理哦。好，所以是毋是和咱上头前Adam Smith讲的共款？
经济和咱的生活真正真有关系呢。而且即个边际效应减少，佮有边际效应增加，咱嘛会当为这当中得到一寡人生的道理哦。尤其是即个边际效应减少啊，咱会当为当中学着讲物极必反，行伫稳定的路当中，较会行了久，行了远。这就是大好大坏，无好无歹，较常在。主持人。好，哇，非常咱的迄个感谢咱遮精彩的演讲。好，安尼即马来咱邀请观众，好来请迄个背景你说，迄个共款咱先说3分钟。好，咱第一个举手的是梁光，第梁光，好来，请讲。哇，我感觉即个用即个经济学的理论吼，来讲台语吼，我感觉足趣味。我有注意到讲吼，咱伫遮咧讨论吼，到尾其实因的专业拢足达到迄个专业标准吼。毋过，逐个人咧问的问题，往往拢会讲哦，这台语安那，这台语安那啦吼。我是有一个想法啦吼，就是讲想要来问即个主讲者吼，咱用迄个边际效益的即款观念来讲吼，因为即马有的人拢会足惊讲台语会无去，其实伊是要台语，伊是要推广台语，但是一直讲哦，台语会死去啊，台语会死去啊，吼。另外一种方法是讲，哦，台语足水的，哦，台语足有望的，吼。若你用即个经济效益的即种的观念来看吼，你感觉对一种会较有效？一种会较有效吗？我想一个哦，即个问题有淡薄仔困难。用着经济学的概念吗？因为吼，我去补充一下，我昨昏含一个香港人吼，伊来台湾，伊即摆伫师大的迄个管理学院咧教啦吼，咧教册。但是伊基本上伊的背景，伊有迄个伊是迄个通。老师，这个是英文字典诶，可以拿出来用。我讲一模的，可是它这个，这个。歹势吼，你拄则咧讲的迄敢会当？好，我甲静音啦，好来，迄个梁光，请你开麦克，吼，请你继续讲。再开麦克哦。伊背景是按物理吼，伊背景是读物理，搁读迄个资讯，搁读迄个流行病学，即马伊搁读迄个地球，伊的博士论文是读迄个地理啦吼。毋过伊即摆伫师大咧教迄个管理学院的开管理学院的课。伊讲吼，伊即摆搁去成大，去成大读迄个台湾文学系、台语文系啦吼。伊讲伊即摆伊咧做的方法，伊就是想讲，伊要用英文吼写一篇用流行病学的即个理论吼，来推测一个模型啦吼，看讲。台语若安尼落去，到几冬会死去啊？吼，我是咧甲伊讲，你敢袂了后，伊要搁交互成大台湾系博士论文，伊要搁用台湾话、用白话字搁写一遍啦。所以伊算真有心啦吼。毋过我是咧甲伊反映讲，你即种诶模型来提出来，是毋是会讲会加速台语诶死亡？还是讲会增加台语？会变做讲会延迟台语死亡的时间啦，所以我是当然趣味讲安尼吼来请教大家吼。好来，基金嘿。想好啊，就是我感觉应该爱，就是大家爱讲台语愈来愈水，因为就是台语是一个水的物件，因为就含拄则讲的共款边际效应增加的概念，因为每增加一个人感觉台语是水的。所以即个大家就会感觉台语愈来愈水安尼，这是我的想法。嘛用着即个经济学的边际效应增加来回答即个问题安尼。好，歹势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拄我有看到迄个淑珍有举手吼，对毋对？淑珍，你敢有要问？是。好来，请我讲，今仔去，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吼。我今仔去爬山吼，我就感觉讲，咱通常
要出学的时阵，拢会感觉讲，哦，咱要去到迄个所在，会足久，吼，时间会感觉足久。啊，搁要转来的时阵，奇怪，一时仔就到啊。即种心理学甲含这有关系。算咱要去一个目的地的时阵，拢会感觉咧期待要去到遐，哦，那较行都行袂到，较行袂到。啊，毋过咱佚佗了要转来的时阵，奇怪，啊一时仔咱就转来啊。迄种时间的感觉会变做加足紧。其实路途是共款的，啊，毋过迄种心理是无共款的。啊，这含这个边际效应，敢有啥物关系？我想看卖咧哦。因为即个边际效应，就是讲你就是每增加你就是一个物件增加，啊，你感觉满足的程度就会愈来愈悬，也是愈来愈低嘛。所以讲，若是讲，我感觉像无啥物关系呢。哦，无关系呀。好，歹势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对，你拄着足有挑战的问题吼，啊是互你克着吼。好，啊，咱观众若有其他问题，麻烦你写伫开讲室，吼。感谢罗兰。咱煞要来最后一场进会的演讲，好来，请主持人准备。有幸你看遐一堆人咧排队是咧创啥？嘿哦，应该是选里长啦。选里长，你看我表里在着，我来选里长，一定会着。你几岁尔啦？18啊，虽然讲遮少年着，但是我早就想要做里长咧。哎哟，你想济啊啦！我看你连投票的资格拢无呢，佮教人要选里长，唉，你伤幼气啊啦！但是阮厝边拢讲我头脑好，喙阁甜，人缘阁好。阮村的阿公阿嬷若是有问题，头一个就来找我呢。敢讲我阁无够格来选里长？哎哟，我知影你有能力啦，毋过你无法律知识啦。不管是投票，还是讲出来选里长，这拢是甲阮的公民权有关系呢。煞来，咱就来请后一位法律大师、法律系陈正辉来甲大家分享。自细汉，陈正辉就足介意讲台语，对台语真有热心。目前阁有考到教育部公关局的证照。今仔日，伊就要来甲大家用台语分享公民投票议题，请大家拍写出来欢迎陈正辉。歹势吼，若上稳，你若有方便，则麻烦你开镜头吼，若有方便。好，安尼来咱来上稳，你若有方便，请你开。好 ，OK， 好，咱来请开始。好。正辉，你无开麦克哦。无听到你的声音。安尼有听着无？即马有。好赞。等我一下，我调一下。好，安尼大家好。大家感谢大家遮有耐心听到今仔最后一场的演讲，后前的演讲拢真精彩。那安尼，即马咧，我就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法律辩论好脑筋，要甲知识来发挥的陈正辉。今仔日咧，我要来演讲的题目，想要请上稳甲我做伙念一摆。好。少年安娜。少年安娜。好赞。好。安尼，我想要请问在座各位，大家感觉家己敢有少年？也感觉家己有少年的，帮我举一下手的好无？会当举举手，好赞！看来大家拢感觉家己真少年吼，会来遮听少年人讲台语的人，你的心绝对是比别人搁较少年的啦。毋过咧，今仔日我要来甲大家讨论两件比少年人趁钱、结婚、生囝搁较重要的代志。即马咧，我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当伫开讲室甲我讲你的想法咯。等我一下哦。好。等我一下。好。
头一个问题咧，就是请问大家查甫囡仔几岁爱去做兵咧？大家当伫开讲时甲我讲你的想法，是18岁还是20岁咧？哦，真好真好，我看到真侪人拢回答18岁，无毋对。法律规定咧，18岁查甫就会收到兵单，你就爱去做兵啊。第二个问题咧，想要来请问大家，咱几岁爱负刑法人员的完全责任咧？这条较困难小块，大家会当想看觅，大家敢知影是18岁还是20岁咧？哦，真好真好，是真好，大家拢回答拢是对的，是18岁无毋对。这条的答案咧，就是18岁。刑法咧规定，咱18岁就爱负完全责任。再来问大家第3条有关投票的问题，大家敢知影咱几岁当投票？大家想看觅，大家少年的时阵是18岁投票咧，还是20岁咧？哦，我看到，真好，大家拢回答 B， 安尼无毋对。咱法律咧规定，咱20岁才会使投票。所以来第4个问题，这条真困难。大家想看头前迄个主持人，少年主持人讲伊想要去选里长。那呢，几岁当去互提名来做候选人咧？是18、20，还是23岁咧？哦，这道大家拢有无共个答案。毋过我看回答 C 的人较侪，嘿，无毋对。咱宪法咧规定，咱23岁才会使来向提名做候选人。刷落来咧，红色甲青色。一种是属于咱的责任，另外一种是属于咱的权利。那呢，我想要来请问，请问上温吼，这个爱去做兵啊，负刑法的完全责任，这是属于咱的权利，还是属于咱的责任嘛？应该是责任吧？无毋对，粉红啊色的这个，就是属于咱的责任，青色的这个是属于咱享受权利的部分。好，也就是讲。听到遮咧，在座的各位应该发现一件代志，咱的法律甲咱讲，咱18岁就爱做兵，18岁就爱负完全责任，这是承担责任的部分。咱法律规定，咱20岁、23岁才会使来投票，才会使来互人提名做候选人，这是属于咱享受权利的部分。大家有发现，这个权利甲责任的年龄咧，其实并无平等。大家有感觉安尼怪怪的，帮我举一下手的好无？帮我徛会较咱帮我举一下手的，真好真好，大家拢真放强，真好，大家拢有无共个想法？我知影有真侪人咧，感觉安尼安排其实真好，因为少年人吼，规工干那晓买手机啊，对政治嘛无兴趣，懵懂佫袂晓想，互因18岁有投票权吼，因嘛干那会互人牵咧行尔，根本都无需要。这个就是我今仔要甲大家讲的，公民权属于咱的权利的部分。我支持公民权的年纪应该爱来下降到18岁。所以来，我就要甲大家讲，为什么我会安尼认为的大个理由，请大家豆听落去。第一个理由咧，就是我头拄仔讲的，权利甲责任的年龄应该是平等的。第二个理由。少年人敢真正对政治无兴趣咧？请大家看这两张图，这是发生伫民国104年7月23号迄天，有300外个学生做伙徛伫教育部头前，因要抗议高中的历史课本因为政治的因素，教育部无甲因调整的过程公开。大家敢还会记得这个少年人是高中生，也是大学生咧？这条咧，我想要来请问，我的朋友阿明，你敢有伫咧线顶？嗨。请问你敢会记得这个学生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我会记得迄阵我是国校看新闻讲是高中生。无毋对，这个学生咧是高中生尔，高中生咧只是15岁到17岁的人咧，这还未18岁高中生无愿意做互相靠讲的受害者。用1个月时间，透过面册结合全台湾227间的学校做伙拍拼，为家己的教育权来做主人，要来为台湾的历史发声。因的拍拼受到社会各界真侪肯定甲支持。不管结果安怎，
咱台湾公民参与的年龄层是愈来愈少年，愈来愈有活力。看到即阵还未18岁少年人的拍拼，大家敢还阁感觉少年人毋捌代志，无关心政治咧？说落来，第三个理由，这少年人会当用短短1-2个月时间，串联全台湾227间的高中做伙拍拼，因瓦课是啥咧？其实是社群媒体组织知识自信的管理。这嘛是即代少年人甲咱顶一代少年人的差别。因即代咧买手机啊，毋只是为着好耍尔尔，搁较重要的是因会当用手机啊得到上好的资讯，做上好的决定。即两条道咧，就是青年民主协会透过社群软体宣传，互大家了解学生家己做决定的过程，来推广青年参政。少年人对手机啊、对资讯科技的了解，是因参与政治上大的优势。说落来，第四个理由，我想要用世代正义这个概念来甲大家讲，为什么我感觉应该爱互少年人略早出头。伫咧讲即拍进前咧，我想要先来大家问看卖啊，有听过世代正义这个概念的，帮我举手好无？帮我举手，互我知影者。敢有听过这个概念？真好，举手的人有几个？好，安尼，大家听到这个概念的时阵咧，通常应该拢是伫环境议题中听到的，也就是咧讲，咱来留互咱的后一代一个通好生活落去的地球。伫遮咧，咱嘛会当用世代正义这个概念来思考一件代志，也就是咱望这18岁少年人就要服务，毋过咧，咱刷到20岁、23岁，才互因参与政治的机会。安尼敢有妥当咧？其实咧，咱应该爱甲无共世代人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当做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看待。咱若要望因18岁就爱服务，就爱为咱贡献，咱就袂当互因伫20岁、23岁才有投票权，才有机会磨练。所以咧，咱若想要互因有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咱就应该提早互因出头。第五个理由，我想要问大家敢知影民法定义是几岁算是成年咧？是18岁，还是20岁咧？大家会当伫开讲时甲我讲你的想法。安尼我想要来问来阿明，你敢知影民法定义是18岁成年还是20岁？民法的定义我会记得应该是20岁才对。安尼过来，我想要问上温，你敢知影是18岁还是20岁？我有可能是20岁。好，这两个好朋友拢讲是20岁。我看开讲时嘛有人讲18岁，其实大家讲的拢无毋对哦，因为咧，即卖民法确实是规定20岁有会当是成年的年龄，要毋过咧，伫咧112年1月1号开始咧，咱的民法嘛要为20岁来甲成年年龄下降到18岁啊！你看，大家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民法嘛咧为咱18岁公民权来赞声。说落来，第六个理由，我想要问大家，有偌济国家是18岁就有投票权的？大家当伫开讲时甲我讲你的想法，是100个到150个之间，还是讲是150个以上的？真好，我看大家有无共的？有 A、B 拢有，后壁 A 较济呢。接尾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这个世界上咧有168个国家，拢是18岁就有公民权的。伫咱上近的韩国咧，19岁就有公民权啊。就连日本原本甲咱共款是20岁才有公民权的，因嘛伫103年来甲公民权为20岁下降到18岁啊。我想要问阿明，你感觉咱台湾的少年人敢有比外国人较含慢咧？当然嘛是无嘛。当然嘛是无嘛，所以讲吼，咱绝对袂当互咱的少年人对袂着国际骹步。说落来，我就要互大家去看一解，我支持公民权的大家理由。请问大家，恁甘愿有赞成？有赞成的，敢咱帮我举一只手的，互我看者好无？大家有赞成无？有，我看到大家拢有举手，真芳调，真好，感谢大家。
大家拢是有智慧的台湾人啦。你敢知影为虾米？因为咧，就伫民国111年3月25号即天咧，立法院已经通过要来修改咱的宪法，要甲投票的年龄甲被选举的年龄做伙降到18岁啊。这件代志就叫做18岁公民权修宪法。大家感觉这件代志有重要的，帮我举手好无？阿明甲尚温，恁感觉有重要无？哦，有，我看到因两个拢有举手，真好。安尼，阿明甲尚温两个人才会当大声做伙对我念一摆18岁公民权修宪法。来，对我念一摆，大家嘛当是心内对我念一摆。18岁公民权修宪法。好，感谢大家。好，修改宪法咧，这件代志非常的重要。毋过咧，到底要安怎才算是完成修改咧？这就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讨论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叫做复决修宪。修改宪法咧是大代志，所以要经过真复杂、真久长的程序。头前这4步咱毋免参与，咱嘛无资格通去参与。毋过咧，最后一步，大家就一定爱徛出来做主。最后一步，公民投票来复决修宪，是咧讲赞成18岁公民权投票的人数咧，若超过965万票，那安尼后一摆选举，18岁少年人就有选举权哦。965万是啥物款的概念咧？我甲大家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也毋过嘛，非常简单的概念哦。为虾米我会讲非常困难呢？因为伫咱台湾总统选举的历史上，2020年的蔡英文是有史以来得到上悬票的候选人。啊，毋过就算破纪录得到上悬票，嘛才得到817万票尔。所以动议票要达到965万，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也毋过，为虾米我嘛讲真简单咧？因为今仔日你若听完阿辉的演讲，你会当楼顶招楼骹，阿伯招阿姆，阿公招阿嬷，亲情50好朋友，大家拢烧招去投票。那安尼，咱的少年人就有机会通去出头啊！哦，听到这，我相信大家拢真期待要去做修改宪法的主人。那安尼，我就要甲大家讲，咱当时会当来做修改宪法的主人。答案咧，就是今年年底11月26号，会甲9合1的地方大选伫同一天来举办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徛出来做主，做伙做修改宪法的主人。最后，请大家袂记哩今仔的内容，我来陪大家来溜一遍今仔到底讲了啥物。首先，第一个问题。修改宪法即届是要将公民权调到几岁咧？想要来问咱的尚温，尚温敢知影是几岁？大家嘛当伫开讲时甲我讲答案哦。18岁。嘿，18岁无毋对，这条就是咱今年要甲公民权调降到18岁。接落来第2条来问咱阿明，看会敢有真认真咧听即个演讲。你敢知影今年的几月几号会当来做修改宪法的主人？11月16号，敢是？啊，哇，惨啊！讲到喙甲全科啦。惨啊！歹势啊！是今年年底11月26号，咱会当做伙徛出来做修改宪法的主人。安尼，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哦。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看。今仔演讲到这结束，罗力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咱最后的讲者吼，金辉少年安娜。啊，共款，咱有若3分钟，吼，大家来提问，吼，3分钟。好，来，即摆咱叫尚温，你是有问题，还是大拄仔手举起还未放落去？还未放落，歹势。好，来，敢有其他的观众有啥物问题，想要叫？我有举手。好来，Kingma，好来，请讲 KINGMA。大家好，我是老台语瑞士台语社阿娟。是安怎是18岁？既然咱要用遐大个气力去来修改，规期就16岁啊。因为即马现代囡仔诶，毋管是心理上，还是心理上，其实拢比古早诶人更较早着迄落啊嘛。所以
是安怎？18岁才敢有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因为就是讲吼，因为我其实今仔是照顾咱这就是立法院已经来修法，要来下岗即个投票年会啊，所以我较就是照即个立法院的即条路安尼行，即个思考安尼行落来，我就对咧用18岁，希望大家来投票。毋过其实16岁我嘛是感觉有讨论的空间啦，因为我知影其实有诶国家嘛是16岁就有投票权的安尼，嘿，非常感谢。咱后一位是 Kingma 是哦 ，KINGMA，来请讲。敢有听到 KINGMA？ 敢是要问问题？若无，敢有其他人举手？敢有看到？美惠老师，我有看到几个举手呢？桂兰是头拄仔无囥落，还是即摆佫举手？佫有一个林丽玲。丽玲，敢有要问问题？是无囥，因会使开麦克问嘿。佫一个叫做林东莹是无？东莹，好来，东莹请举手，请讲。请讲。应该是我无举手啦，反正。因为老师有举手。什么人要？李老师，你即摆有听到我讲话无？有Kingma，嘿对。来请讲。我要甲大家分享是讲吼，咱的立法院吼5月30号有一个通过，就是讲，你知影咱台湾咧选举吼，拢会有一寡迄个政治的一个因素吼，一寡迄个里长甲村长吼，因会挑骹吼，就是有一寡买票的问题，但是吼，你知影讲即个条例是啥物情形？就是讲，因叫即个官方的人吼，就讲你着买票，你因为你嘛是去法院甲你判决，就讲你着袂当过来做即个村长还是里长吼，即项代志，这是咱全台湾吼拢足济结果吼，因即摆有一个步数，迄个步数就是讲我既然袂使做村里长，我着叫我的某来甲我代理吼，代理的时阵吼，伫迄个村民的乡镇公所，也是讲乡公所，伊是同意的。但是5月30以后吼，立法院通过了讲吼，你3等亲内底，你袂使你来代理即个职位吼。所以咱知影吼，咱教合院吼，伫咧11月26要选举嘛吼，伊就是讲袂使你互即个3等亲的人搁继续吼，你拖你遮人民啦。其实迄3等亲。嘿，伊甲迄个18岁敢有啥物关系？我即摆要讲就是讲，这因素就是讲，伊会影响一寡因在地人哦，就是讲，即个吼，伊摊开的人吼，可能伊的某是咧卖面的，伊的某是咧做实的，以庄脚人来讲吼，伊无想，你莫甲想都市化，因为伊有的人伊嘛去诱导伊的少年辈啊，你像今仔日若是做里长、做村长吼，做甲。已经有一个时阵的时阵，伊嘛会想讲，我人若失去，我就无票啊。若是人若是活的吼，是少年的要入来，我有票啊。所以台湾选举吼，咱台湾吼，为头到尾吼，甲选举拢有直接关系。你讲18岁即个眼啦，即个眼吼，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法律伤松啦，18岁都戆拢想，囡仔拢有啦，迄是拢想讲。有一个无共款的一个思考啦，有的人吼，伊嘛是伊的家庭嘛是，还佫有真侪囡仔，自细汉伊就拢足严个啊。但是吼，普遍来讲，我要分享是讲，伊选举的即个情形，伫地方还是即个情形，我听到是安尼啦。好，多谢。好，多谢，好，好，来请讲。老魏。
我甲回答一下。好，请讲。伊讲除了即场演讲，敢有其他的计划要说互人甲票投出来？我即两场演讲拢有人安尼甲我问，毋过目前就是我有讲已经有讲3场演讲安尼若临港佫有机会，还是咩佫有其他的安排，我嘛会尽量会当参加，会当用台语佫甲较侪人来甲大家说服，安尼我嘛是感觉真欢喜安尼，感谢。好，好，歹势，安尼咱最后一个问题好无吼？因为时间即摆已经12点外，大拄啊，敢若是伊娜，敢是 ING， 我是看着是即位，来请讲好无？美惠老师，各位先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虽然半路插入来遮听，因为我伫上班中。我印象上深的后壁有吼，讲迄个就是迄个人工流产的问题吼。即个学生讲了已经将近咱的专业，比医生佫较专业啊，吼。拄则咱尾即个政辉讲的对啊，甲拄则有人咧提议讲16岁甲18岁，是安怎咱袂提早伫16岁？我感觉这就是咱的法律可能自古早迄落伤过保护囡仔是安怎？因为咱法律佫有一条规定，就是讲18岁、16岁以上，16岁以上，因为阮捌出去拍工过嘛。16岁，阮就有加迄个童工的保险嘛，所以讲，就已经是你会当踮咧劳动顶悬维持，就当做是敢若嘛是算讲成年人，毋过咱就无办法好迄个行使咱迄个法律权，吼。你若讲搁一条就是讲16岁至14岁。16岁以下，你若犯着一寡刑事，敢若咱有一个政府敢有即条规定，敢若是就是袂当判死刑。我印象中敢若捌看过，是毋是安尼？所以可能是毋是即个原因，所以讲咱无提早到16岁啊，是安怎？吼，以上我的问题，今日逐个同学拢讲了解好，佫而且佫看到遮侪。迄个先辈拢出来听，恁遮学生囡仔足有民主的呢，恭喜哦，恭喜！好，谢谢。好，歹势吼，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因为即摆已经11:05啦，我来做一个总结，遮歹势若无互你讲着话，拄仔大家若对政府即个演讲有兴趣我拄有伫 YouTube 搭入开讲是即个 YouTube 的连接，这是政府伫阮的实体的基本发表会录影的内容。所以有兴趣当去分享即个影片。另外就讲，恁若讲想要邀请政辉去恁的场所继续讲即个主题嘛，真欢喜吼。政辉佫有机会来做即个磨练吼，真感谢。好最后就是讲吼，今仔日咱看到遮学生会当讲甲还可以安尼吼，就是讲会当有差不多70-80分以上吼，这拢爱感谢咱即学期真侪台语班来到3工，所以呢，最后我伫开讲时有打阮要招学期开课，要招台语班的一个广告即个呢，我佫加用这个小等一下，歹势遮，遮吼，这个是阮的一个海报学期这课开课呢是伫拜2的下晡，这9月7日到12月27下晡1点到3点。若这个时间你拄有会当到3工，欢迎你来报名。叫 QR code 还是讲我的助理伊的ID，这拄仔嘛有搭伫开讲室。好，以上就是我的报告。毋知影敢咱的总主持人敢有啥物话要讲？好，若无安尼，咱今仔日是毋是就到遮来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参加支持，感谢大家。
真多谢美惠老师吼，真正逐学期吼拢带学生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啊，我感觉，互阮对台湾的即摆的囡仔吼，其实拢感觉讲，哦，即摆囡仔遮敖吼，啊讲啊台语嘛拢讲啊真进步真好，嘿。我毋知影龙光遐敢有要有个后礼拜的节目。龙光拄仔遐敢是看到单雷举手，还是龙光遐你敢有要有个后礼拜的节目？啊，龙光遐个袂当 share，敢袂当互伊？你看敢会当 share？OK。我即摆敢有看到。迄个有看到？你会使甲迄个舞台的设计摕掉，安尼伊的迄个会较大哩。好，咱迄个后礼拜节目吼，后礼拜是咱每一个月的第一礼拜，吼，咱照往例每个月第一礼拜吼是台湾文学欣赏。我有看到桂兰吼伫遮，因为即个节目是桂兰咧规划吼。桂兰，你敢袂当来介绍一下？大家好，今仔日听遮的少年人讲啊足好诶，啊，拢感觉台湾愈来愈有希望、有前途迄个感觉。啊，后礼拜是台湾文学欣赏会，即个演讲者是王罗密岛，伊有得到诚侪个奖吼，不止啊，会晓讲啊。嘛，请恁遮个少年人会当来，会来听，嘛是共款即个时间，因为既然是要学台语，咱就逐个拢斗阵来彼此欣赏无共联合的即个题目安尼，我感觉嘛是一种的交流，多谢。多谢桂兰的小解。啊，搁7月初9，吼，咱有请到即个顺天美术馆，顺天美术馆这是离迄个南加州尔湾的一间迄个美术馆，吼，啊，伊大家若毋知影即间美术馆，就是讲因有将600几磅，吼，包括陈定波足有价值的图，吼，拢送互即个台湾的文化部，吼，啊，即个咱有邀请到即个陈辉良馆长吼，伊要来讲即个个别展啦，吼，就是讲因即个遐收藏吼，要捐赠去文化部诶进前，因有举办一个展览叫做“吉甲展”吼，诶，即个回顾啦，吼，你要请。啊，搁落去吼，咱有要来办一个叫做医学讲台语吼，啊，有请4位海内外的医生啦，吼，啊，包括咱在场可能单位含迄个青木教授吼，李青木医生吼，恁有要讲寡话无？啊，等你遐，你敢有要来讲寡话含青木迄个青木教授啊？恁敢袂？我是单位吼，啊，我即摆是也无啥决定讲要讲迄个文学，还是要迄个台语文学的代志，还是要讲一篇小说，头壳来现场现讲现卖就对啦吼。题目是即个戏岩探险记吼，所以我即摆是也毋知影，也未决定讲爱甲主办人参详一下，看要讲对一个较适当啦吼。多谢。多谢。迄个李教授。真感谢，今仔日真欢喜会当来参加。今仔日我有2个感想，就是讲这个18岁甲16岁的问题。这个18岁呢，是生理上人的脑筋的大脑18岁成熟，啊，这是生理的现象。啊，其他呢，选举也是讲教育，也是讲咱台湾囡仔有较故意，也是讲较活泼，这是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经济影响吼，所以是
甲大家offer 这个意见18岁，头脑生理上成熟。啊，第二讲这个台语呢，以后会安怎？我的看法是讲台语即嘛是真长佮真厉害的 recession， 但是每一个 recession 危机了拢是好机会，但是这个 recession 了，搁过要搁较用搁较强，就要有新的技术、新的发现。所以我的想法，家己的想法就是讲，咱台语就要发明一套台语的新注音，啊，用注音才当来帮忙传这个台语。敢若讲国语以前是用注音来赢台语的，用注音真好教，所以台语若有一个注音，有会当较好学习。所以我后边我会当用安尼互我的20分钟来解说这个新的台语注音家己的最近的发现甲个人的意见。OK， 多谢拜托。我补充介绍李教授伊真谦卑啦吼，伊是住伫阮厝边无偌远吼，啊伊的背景伊是一个医学的即个研究者吼，啊伊迄个安尼算讲伫即个麻醉方面发表过300几篇迄个论文吼，啊伊退休了后，伊煞安尼发现着讲吼，即个台语的音乐性吼，啊所以伊结合即个物理、生理啊，甲乐理吼，即个方面啊来写一本用英文写的册吼，啊来咧推广吼。啊，我有和陈瑞医生捌和伊安尼讨论过，啊，佮陈瑞玲医生嘛有讨论过，会感觉讲伊这真有创意啦，吼，伊就基本上伊用迄个哆来咪还是哆咪嗦吼，迄个即种的方式吼来做台语的音调的注音啦，吼，好，搁落去吼，咱真期待啦，吼，真期待迄个咱7月16吼，7月16啊来听你的即个歌见啦，吼，感谢感谢。7月23吼，这陈世贤，这毋知啥物人负责咧，和伊联络的吼。基本上陈世贤是一个，这是迄个美玲啦，潘美玲。OK， 啊，美玲，你敢甲派多你继续和伊迄个打合一个吼？通怎啊？若假使讲伊有啥物款 PowerPoint， 还是讲有变做讲伊的即个讲题有要改变，还是啥物款吼？甲请甲我还是即个秀办来通知吼。啊，来咱7月30吼，这算做讲应该是会真精彩啦吼。主要会请即个洪国雄先生吼，因为是离即个像虾米啦吼，啊，甲伫高雄几位吼，因有去伫高雄的美术馆吼，听洪国雄的用台语来的导览啦。啊，因讲拢听甲真感动啦吼。啊，我本人我是无去听吼，啊，毋过若互虾米讲啊，伊会听甲真感动吼。我想伊的即个演讲一定会真精彩吼，啊，所以已经和伊联络讲7月30吼要来迄个分享吼。好，安尼我就先介绍到遮。好，安尼是毋是？咱今仔日是到遮结束吼。啊，秀曼吼，迄个单位有时咧建议讲，咱即个录影的时阵吼，到遮停止。啊，毋过咱即个搁落去的遮的即个讨论吼，检采嘛当继续录影，留一个记录。咱无一定讲爱发表吼，啊，毋过介少有一个记录伫遮安尼。啊，以后若要应用的时阵，逐个较搁来讨论吼。因为这会牵涉着讲以后迄个廖教授吼，因后要收集即个即个声音档案吼，啊，遮个问题。所以这咱以后先甲录起来，啊，较慢慢较搁来讨论讲，看要来利用遮个声音档安尼，吼。好，安尼。安尼刷落来部分，叫白金，你是毋是主持人爱甲转转来互秀婉？
安尼伊才会当来继续做录音的。 OK，好。啊，多谢美惠老师。其实我转互中光兄嘛会使，因为你转互中光兄嘛会使，因为我厝里有人客，所以我可能嘛是爱离开啊。OK，量要倒一个，伊是伊的代号是地亮光，好好好，先生，地亮光好。安尼咱迄个今仔日的节目哈，就到遮结束哈。啊，若是爱离开的哈，台湾遐较晚哈，恁就免说离，恁就家己离开哈。啊，若有要留咧开讲的哈，咱嘛是欢迎咱遮安尼继续开讲安尼哈。歹势，头我录影的时阵，我无家试停止，安尼即马变成陈先生爱去试吼。即马吼，我即搭毋知会当停止啊未？好，我看。好，咱即班的同学，你若要，咱若要先离开，会当先离开偌久。我会用借即个机会吼，甲大家交流一下吼，尤其趁讲有一寡台湾的少年的辈吼。即马恁大家拢讲了真好啦，我是就即个议题方面吼，有一寡代志想讲要甲大家交流吼。第一就是对后壁讲，就是咧讲即个18岁即件代志吼。我基本上是感觉讲，即个投票权吼，应该是爱甲即个做兵的即个年龄爱一致啦，吼。因为做兵虽然咱即马台湾是无战事，所以是较无遐尔风险啊，无遐危险。不过，若正经讲起来，做兵这是一个真大代志，着爱你心理上也有法度行动迄款的困难吼，身体你着根本是去卖命的吼。所以所以即个若讲叫你几岁去投票，着毋是我讲若叫你几岁去做兵。迄个岁就应该互你有权利讲，你嘛同款会使去投票吼。所以对于即个议题，我是即个看法啦吼。第二就搁倒转来讲，即个陈良光先生有提起的即个问题，讲台语吼，逐个是要爱强调讲，真危险啊，你要失去啊，你无着安怎，也是讲要鼓励讲吼，着较逐个来拍拼，即台语真水，要行倒一个方向来杀即件代志。这实在是牵涉到吼，毋只是只干那即个马俊路的头拄仔即个边际效应啦吼，这应该是跟咱即个 anxiety 吼，跟咱的惊吓有关系。你甲想看觅，咱若讲有要参加一个考试的是啥？你若完全拢无甲一时啊 anxiety 吼，你着填讲袂要紧啊咧的时阵啊，你嘛袂讲足充分的去准备嘛。但是你若安尼拢足烦恼足惊的时阵吼，惊到你啥无法度专心好好去准备吼，所以这是一个曲线的关系啦，吼，这毋是一个直线的关系，所以就是爱有一寡即个烦恼吼，才有一个推塞的力吼，但是袂用甲讲拢无效啊，拢要失去啦，安尼人着放手吼，就着拢放弃啦吼，这是我的看法吼。即摆我另外一点就是对即个人工流产即件代志吼，这主题咧讲的时阵，拢是咧讲即个翁婿吼有同意权，还是也是家己自主，但是即个对于讲有心即件代志，绝对是拢一定是两个人的代志啦吼，毋是一个人啦吼，一定是两个人。但是即两个人无一定是有结婚有即个翁婿的关系吼，所以毋只干那讲是毋是翁婿有权利来参与讲着同意也无同意，实在嘛是阁另外一方面拢无去谈着，就是讲另外迄个人吼，男方是毋是吼？男方就是一般性干那男方毋是一定是翁婿，男方是毋是着爱有参与安尼啦？即个。同意权啊是啥？我捌看到一本一篇啦吼，因较保守，伊就是讲因即个无结婚嘛是，着爱一个爱有一个
南方诶即个红在即边啊，所以若讲完全甲朋友拢拆散去，无一个对象伫诶吼，啊伊则变讲颠倒去揪一个人讲。惊讲着爱去做伊诶翁，啊，才来讲，互迄个人才来甲伊讲同意，安尼医生才肯要做即个人工流产啦吼。所以代志则颠倒较复杂，就是讲毋是结婚诶对象，则着爱敢若讲为着要帮赞，互伊去人工流产，则变惊做伊诶翁婿安尼啦吼。所以即个议题方面诶时阵，咱是无去讨论着讲敢若男方咱尔无关伊诶结婚诶即个吼是伊诶身份是啥物款吼，安尼简单提出互大家思考吼，多谢。哇，真多谢李教授诶分享啦吼。啊，我知影迄个青木教授啊，单位拢有想要讲吼。我先含李秘对话一下啦，好无吼？好。我是感觉讲你诶专长敢是迄个发展心理吼。是，嘿。嘿，啊，我是感觉我一直想讲，趁即个机会来甲你邀请，因为我感觉讲吼，咱即马有即个台湾囡仔诶即个台语家庭吼，啊，其实我是感觉你用你诶专长吼来讲一寡迄个儿童诶发展诶心理吼，啊，甚至讲拄则变做讲人诶迄个语言学习诶即个心理，甚至是讲生理诶发展诶即方面吼。你来当来讲遮检测会对遮台语家庭诶爸爸妈妈也要哪教囡仔吼，会真有大诶效果啦吼。所以敢会当讲接受阮诶邀请吼，啊安排看9月底还是10月初吼，啊来甲阮讲一个有关即个儿童发展心理即方面诶题目。我是安尼啦吼，发展心理实在是一生为头吼，为即个有生开始到老来死去，拢人诶一生啦，毋是干那囡仔诶部分吼。啊，我知影讲我诶大学诶同学吼林心智吼，啊伊实际上就是有咧台湾嘛，尤其伊是较专门咧创即个囡仔吼，伊有牵涉到咧囡仔诶教育，所以无得较你若讲吼要台湾诶。朋友啥要爱知影即个，恁直接怎啊请林心智来做咧台湾做一个节目，安尼就会使啊吼。啊，我因为有过其他诶代志，所以我暂时无法度甲你答应啦吼，较实在吼，安尼是 OK， 互别人讲话吼，多谢。不要紧啦，我是感觉讲林心智伫台湾已经捌真侪人有听着伊诶歌也捌伊啊吼。啊，你较伫海外。啊，变做讲你即部分的即个知识吼，台湾遐个人较无机会听着吼。啊，总是我嘛会知影讲你有若算讲时间也真宝贵吼。总是咱较搁需要搁联络好无吼？你若感觉讲安尼有方便吼，啊，咱则过来。多谢咱后日才搁讲嘿，因为我即马要准备要出迄个册嘛吼，迄落翻译去册的代志，所以是后摆再搁讲，多谢你。安尼，伊单位遐你有举手吼？真多谢即个美惠老师吼，啊，甲遮尔侪热心的成大的学生吼，啊，实在是学足侪代志吼。啊，我是咱即个为着台湾的工作吼，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咧看啦吼。亲像今仔日咱遮做的代志吼。也是讲其他即个台语演讲会啦吼，啊园区诶表演啦吼，节目展览吼，啊种种吼，啊这是真甘心诶代志，也真有路用诶代志吼。但是吼，我要提出一个即个无共诶角度，就是讲吼，遮诶活动，所有遮诶活动吼。咱应该是甲看做吼，为商业的即个角度来看吼，应当是看做讲咧替台语吼的生命吼做广告吼，也是学习准备的活动吼，真正的台语的即个生命的即个路牌吼，还是讲路标啦吼，应当就是。拄则一个
即个美玲女士对遮有讲一句话的台语生活化，运动即个才是实在的物件，吼，咱要推销的物件，其他的工作，迄是在学院、在广告、在准备，互消费者来消费即个台语生活化即个物件，吼，台语若生活化，比如讲，吼，伫法院讲台语。伫菜市仔讲台语，伫路边讲台语，搁较要紧伫家庭内面讲台语，这才是实在的台语的画面啦。吼，我感觉讲，可能咱用即个两项小可甲分别一下吼，对咱逐个咧推销台语吼，可能有一个较有一个眼界较清楚啦，吼，视界较清楚。我是为这个观念来看吼，真正今仔看遮成大学生哦，甲遮老师遮热心吼，来是足感心的，真感心，多谢。安尼我先来回应，我煞接来回应一个单位的讲法，甲来甲请请目教授啦吼。我拄则吼，因为时间有限吼，来我无机会通讲，主要是我。发觉讲，恁成大学生即场吼，恁即场，互我感觉讲上可贵的所在，就是讲吼，恁私下咧准备咧筹备吼，恁的语言是台语啦，吼。即马然后请一寡迄个较艺人来表演的遮物件吼，伊表演是台语，但是伊私下咧讲是华语，所以我是感觉若安尼用安尼来甲看吼。迄个美慧老师你带遮吼，确实在是无简单吼，互你遮学生拢把变做讲是台语，甲伊生活化吼。你请毛教授，你敢有时间到？我吼，我伫即个论坛我是新生训练吼，感谢你互我参加。哇，你拢足客气。美慧教授吼，真贤吼，真贤。去他拄啊，梁公遐甲即个单位遐讲的，我拢真赞成，真有深度。对于我来讲呢，我是有伫学习的过程吼。拄啊，即个林地美姐讲的即个吓吼，伊即个即个抑佫有一个问题吼，即个讲会当无爱。是毋是着爱互老爸同意即点吼？这感觉我应该着爱互即个妇女有主决权，因为嘛有情况，就是讲毋知影啥物人是老爸的状况下吼，你若毋知影啥物人老爸，着真歹做代志啊吼。关于即个台语呢，我有感觉台语是危机，但是我以前拢无研究。迄是我的毋对吼。关于台语以后免怎呢？我感觉即个台语啊，着要有新的突破。所以拜托恁大家来听我讲即个台音偌水咧吼。台音是世界水的，还是世界水的奇迹啦，奇迹吼。所以水伫对呢，我会安尼尽量来分享我的发见。台语太水了。水的讲绝对袂使放伊去，水的，OK， 好，谢谢。哇，安尼希望讲安尼透过这青木教授的这节乐观的这个的讲法吼，会互咱袂输讲咧欣赏艺术吼，欣赏这古典音乐，愈听感觉愈爱听。要有新的突破吼，用新的方法来帮咱。以即个传达的方法啦，吼，这个传达的方法都要有新的技术来传达。好，多谢。好，安尼其他若有要发言的人吼，因为我即摆嘛看袂着恁的举手吼，恁着即摆反正逐个较轻松的方法吼，恁若要讲吼，恁就是麦克拍开吼，家己发言，好吧？毋知有听有无？听。我是 Houston。迄个 JR 吼，我想要对即个美慧教授吼，问即个问题，
像你即马即个通识教，即个通识即个成果吼，成果会即种敢会当互对外来互别人看，还是讲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像我若要甲连接要送互别人，毋知当有啥物种迄个连接会当？我有尽量将学生吼，因为阮除了无办线顶的发表会，嘛有办实体，实体是拢有录影，佮甲观众的互动的过程拢有录起来。阮有照每一个演讲甲录做一个影片，我确定会当，我嘛用一个迄个 YouTube 的平台叫做成功少年讲台语，就是成功大学的少年囡仔讲台语。你若讲台语，你就有法度成功，因为都用台语来演讲的人，伊就已经无简单啊，所以伊要成功的希望就比人佫较大安尼。所以迄个平台叫做成功少年讲台语。我确定将即个迄个连接放到 YouTube，逐倒有几个演讲，我嘛会放伫顶挂，逐个要分享无问题。多谢。请多谢。迄个开讲室。哦，好，多谢多谢。好。要讲话，请免客气哈，麦克拍开，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敢听到我的声音？有。李伟教授你好，大家好吼，各位教授好吼，我是王小安啦，我先甲先要学了即个李伟教授啊，因为伫咧顶一遍我去听教授的活动，应该是伫咧几号？3礼拜进前，差不多。迄个时阵，甲即马即个学生的程度，进步有够济，而且我熟悉即个美位教授一点仔故事知影讲伊进前是只讲华语，最近学台语安尼慢慢愈讲愈好，安尼实在是真好，真歹势啦！我最近已经无用一个活动一个计划就是要救台语的计划无用甲嘛无互相袂记哩，拄则即个学生清大学生讲到即个自主权的问题，女性的自主权的问题其实我就想到即个中国迄边即个东山共拍人的即个事件即个事件造成什么影响？有足侪中国走出来的留学生，我拢有甲因讨论因都走去日本留学足侪甲因讨论因都会甲我讨论一个议题，就是讲即个女性身体自主权的问题就是讲因即个女性是毋是爱用即个生育的即个天生的能力来主张家己的权利甲权利两项拢有这是我感觉讲这是嘛是引起咱最近甲台湾即个甲台湾嘛有关系嘛，毋过是最近即个事件引起全球的即个想法。我个人是支持女性有家己的自主的权利，都有权利自主因为咱都争取即个人权嘛，你袂用因为性别就来造成一个人一个自由意志的即个意志啦，自由意志的一个受影响安尼。第二个就是大家今仔日讨论到即个安怎救台语，就是最后一组，毋是最后倒数第2组，迄个边际效应即个部分就讲到即个台语有的人足悲观，有的人过分的乐观基本上我认为是爱乐观而且去做安怎去做？我认为拄则即个单位教授有讲到即个生活化我感觉是应该是生活化，我毋知影有听毋对无啦，但是我理解是安尼所以我安怎做因为这算是我最近上新的
才想到的计划，而且我感觉讲是，其实在座每一位只要你伫国外的人，其实理论上拢会用诶，有即个能力来斗相共诶。基本上台湾诶囡仔足欠缺的是即个英文的能力。我即马咧杀的就是，因为我是有足侪即个补习班的教材，所以我就甲我家己足侪即个英文的笔记。我进前是咧教即个医学生个专业的即个一寡台湾本土的一寡人讲叫精英教育、精英的教育我即马就是安怎，甲变做我即马是只强英文科啦，英文科是只专强英文科即部分的教材甲变做台语的教材，毋是一般外口迄个台语教英文遐简单，毋是，是专业的语言学，但是咱生活化，咱只用有团队我其实拢外口学袂少的啦，就招一寡友志安尼做伙来拍拼。我感觉就是英文能力即个部分是台湾人有欠缺的，而且是咱开即个课而且我的目标就是安怎用比外口一般市面上的即个英文补习班就是较厉害英文补习班迄款的市面的价钱，比迄个价钱佫较低的价钱开班即个学生，而且咧，你若台语文学了好你爱写字啊，你爱会晓讲话，而且你爱会晓写字你学了好，佫会有奖学金利用这款方式来吸引即个优秀的学生，因为基本上会去参加你即个课程的，基本上伊若毋是优秀的学生，伊就是清闲的学生即两项即两项拢是我认为对台语有希望的种子，因为我家己嘛有开过2年的即个公益的台语的语言学的班我发现讲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就是对台语有兴趣；对台语无兴趣的人，你开即个班开了偌好，因为这台湾人已经拍拼几十年啊当然外国的即个一寡咱的同胞嘛是拍拼几十年但是即个发展虽然有得到物件，也毋过台湾即个台语伫台湾社会流失的速度已经是远远超过目前台语运动所得到的物件。咱收到的利益，咱收到的效益，已经袂赴去足迄个咱台语的消失的速度已经是袂赴。所以用即款方式，其实我的即个望是足大的啦，足大的。我希望讲，因为英文伊是重要，而且政府伊对台语是好亲像重视嘛，好亲像无重视。即马杀即个双语的台湾双语的教育，就是讲华语甲英语。我就想讲华语咱就莫管啦，咱英语即块，我感觉讲这就真有发展性。咱台语安怎去配合英语？因为你要变做国家语言其实真简单啦，大家拢咧讲，伊就会变做国家语言人数有够济，迄个群体有够大，伊就变做国家的语言是所以我就是咧做这目前是咧做这今仔日6点到9点打上完第一节课婉莹内底迄个婉莹伊嘛足骨力的，伊6点到9点甲我拍拼做伙编教材拄则10点来参加大家活动我下课了我走去困的起来已经11点我就紧加入安尼对这就是我咧拍拼像是专业的高中的即个教材是有语言学的成分伫咧内底比如讲我教即个今仔日教即个 coronavirus coronavirus 我就用 corona 即个字根字根就是字根啦就去延伸足济包含讲我延伸去心脏cardiac即个心脏的部分佫延伸足济即个支线的部分就是为基础的语言学会甲拍了底高级的英文单字嘛学会着我的主打就是
用即款方式。我讲讲，因为大家英文其实拢真正是袂歹。我感觉讲这是台湾人即马会用咧做诶一个真好诶物件，就是推广台语。因为我讲我进前开班，大家足兴诶，一开始拢足兴诶啦。台语有兴趣诶拢来，结果因渐渐，有诶人就因为是免费诶，有诶人嘛无珍惜，有诶人就参加，就忝嘛，伊就无要来啊。但是你看英文课，你敢有看到迄个英文课家长叫学生莫去？无，伊足爱困，就共款甲载过去，甲等一下，你伫咧补习班困，听嘛有效果。你敢用听的，拢莫看，家长嘛认为有效果。所以即个安怎去顺迄个时代的大势去救台语，我感觉这是真值得思考啊！这是目前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参考，真多谢小安的即个分享吼，我感觉你做代志足有创意啊吼。你敢是即摆还搁伫医学院读册，还是已经毕业啊？我读册，我即摆升大学，升去大学3年啊。我即摆20岁。你实在是无简单哦，20岁的少年囡仔吼，台语讲啊遮好，遮有见解吼。多谢。你若讲你咧主办的这活动吼，你敢袂当嘛是搭档咱即个连结者吼，即个插论者吼。请莫教授介绍有要讲吼你。我若有机会吼，我是希望参即个王小安的兄吼合作吼。我的册内面希望最近会当出版，我内面有讲咱台语的双语化，毋是国语甲英语，是台语甲英语。咱台语呢比国语从语音学的观点来看较强。新的注音呢是用英语甲国际音标方式来注台湾音、注台音。你用即个国际音标呢，你囡仔人学英语，同时就是咧学台语。学英语就是咧学台语的注音，所以将来国语呢参台语差足济啦。语音的根本原则差足济，差足无共款的语言。即个台语呢参世界语言加足会合，所以用共款注音。因为安尼想法，所以我才讲我这台语注音。所以这个吼，讲我真 exciting。好啊，我看卖，毋知影就是各位教授伫咧即个应该是伫美国啊，美国毋知影用啥物即个交流的软体吼，用即个毋知用 Line 无哈？有，我用 Line 咯。那安尼我着甲我的 Line 搭伫咧开讲室甲教授做一个联络，教授做一个。我 Line 名叫做 AN 啦 ，N。因为我名最后一字是安嘛，AN， 好，迄台语音嘛是读安啦，好，2字尔，两字，你的 line 的名2字，安尼上赞 ，OK， 好，谢谢。新密性新秘密，好多谢，先安尼交互后一个人来讲话，我甲教授来研究，多谢。谢谢。听到恁两位的对话吼，互我愈来愈感觉咱即个平台的重要性。因为我拄则咧含即个李教授咧讲，我实在是真含慢的人啦。所以伊咧讲的即个足侪理论吼，我实在是足用心去甲吸收啦吼。毋过我感觉讲上重要是平台啦，因为咱即摆不管偌好的物件吼，咱散出去的迄种的平台足少。人凊彩用华语的、用英语的，凊彩讲一两句安尼，无讲足有营养的话，吼，因有可能是1万、2万、10万、几百万的，咱直接讲咱有可能买4买5，咱100个，咱感觉足欢喜。所以这到尾拢是到尾讲是平台的效应的遮个问题，因为你若无平台吼，你无法度咱的理论搁较好，你无经过人消化、消费了，搁再生产吼，迄种的力量。就是敢若会当伫
考下来，所以真感谢即个小安和即个吼恁两个差起来可能差要几岁？介少差要到50-60岁吼，你做因孙还佫会得过啊吼。啊，毋过你来看，咱通过即个平台吼，啊，恁两个住伫无共所在，啊，年纪差要到2-3个世代，啊，恁有法度通连结啊来做伙做代志。人生70才开始，所以我算11岁。哦，你像无你即种的精神哦，我感觉我足佩服。安尼即摆有要讲的，咱免说你就甲麦克拍开，你家己讲。千木兄，我要甲你请教者，我有写我的报告寄 email 互你，你毋知有收到无？有，真感谢。我拄则今仔日较下晡才甲你回。真多谢，真的非常多谢。啊，即马吼，即个梁安兄嘛，拜托你甲我写一滴啊。安尼吼，啊，我小等要来参迄个等会场，讨论一下。啊，这个单位遐甲我写的吼，真好，真感谢，你看得真准，真好写，写得很简短。歹势啊，我其实老实讲吼，我实在是感觉讲吼，能力有限啦吼，啊要因为你遐的理论吼，我感觉讲差不多90%以上吼，我昨晚写一张批互你，你毋知有收到无？哦，还未，还未吼。啊，我是有一个疑问讲，若是用糯米酥敢袂使，敢一定要用糯米米啦。吼，啊，因为我的观察是讲，即个变音的时阵吼，有可能会牵涉到咱人的情绪的物件吼。咧唱歌还是咧讲话吼，比如讲白兰花吼，你袂讲白兰花啊，吼，你若讲离迄个感觉哦，足恁仔兴奋的时阵，哦，看到一蕊白兰花啊，来买白兰花，啊，迄就是糯米酥去啊，吼，啊，所以这吼，这有迄个。我是咧讲，我咧讲这毋是讲咧感觉讲你用糯米无合理啦，吼，因为这是变做讲伫世界遮的文化，拢嘛是有即款的特例啦，吼。啊，所以我伫批内面，我有甲你有甲你反映着吼。啊，所以我感觉是讨论这足趣味啦，吼。这有机会吼，有机会。啊，较深谈。花时间咱来交流一下吼。因为基本上这个雷米呢，是世界人类音乐的2大音哦，哆咧雷米，这个讲做全音符吼啊，毋是全音符。就种一个全音的这个音程，一个全音的音程是多少雷咪？哦，啊，台语是哆来咪，还是拉来咪，还是拉哆来？但是基本这个雷咪呢，是11.5%的频率的差距。啊，个人类拢习惯啦，哦，物理嘛安尼，生理嘛安尼，啊，任何语言，中外古今，大家拢会晓唱雷咪。因为这咱讲哆来咪啊嗦啦啦啦，咱迄上要紧的一个转音，或者 second 吼，二音的音符，这个频率是差11.5%。啊，台语呢，来咪是安尼，啊，来咪以外，这个路呢会使变，就是讲来咪还是哆来咪，还是拉哆来，还是嗦来咪，嗦哆来。所以我看梁公向你讲的是差不多拉哆来哦，毋是糯米酥，因为糯甲米甲酥吼，伊有差一个小3度甲大3度的差别，迄毋是人类上自然的，上自然的是大2度。这真趣味啦！台语拄啊好，台语吼无人教，自然就是安尼，啊是我突然发现安尼尔。所以你这变做讲有一个迄个乐理和迄个人的生理的部分伫内底啦，吼，是讲这。因为吼，我以前毋捌学过，啊，愈想愈有理啊。咱讲咱的台湾话真好听，就是咪来咪咪啊。咱的台湾话真好听，咪来咪咪。我做一条台语西姆歌吼。咱的台湾话遮尔好听，是安怎袂时行？咪来咪咪落咪咪落来落来，
哦，阿兄你免惊，小弟有心会来斗相听，来咪咪咪咪咪来咯，咪咯咧咪来咧。哦，咱大家小少一大堆人来参与比赛啊，咪咯咧咧咪咯咧咧咧咧咪咧咯咧。一定有一日会出头天，互伊东西南北拢是行，咪落落咧落，咪来咪落咧咧，咪来咪来落咧。哦，是路咧，愈看愈水。啊，这个路呢，会当讲甲老还是数？这是讲三音阶，甲变做四音阶甲五音阶。啊，五音阶是台湾歌拢是五音阶，世界水的五音阶，就是哆来咪嗦啦吼，还是嗦啦哆来咪。什么迄个啊，嗦啦哆来哆来咪，嘛是嗦啦哆来咪咪啰啰啦嗦。啊，迄个台湾歌世界有名的歌，真简单的歌，拢是嗦啦哆来咪。啊，咱台语是嗦啦哆来咪。啊，上要紧的是这来咪。啊，来咪了呢，来咪哆，还是来咪啦，还是来咪嗦，还是来咯啦，拢会使。但是咧基本这个来咪呢，是照物理个照生理啊照。这个来咪台语太水了哦，这是很奇怪。咱大家吼爱甲这个时间留落来吼，听这个青木教授的这个哈发表啦哈。不堪想象的美哈。有影啊，你发现呢？我以前拢无研究过。是。很清楚，很明显。教授，我敢会当请教你吼？啊，若像我这安尼，迄落无音乐性的人，毋是啊，无音乐性的人用这套来学，敢会通？算在讲，因为你会晓讲咯，讲台湾的话，都会晓啊。因为台湾的这个罗里咪无需要学。啊，搁吼，咱以前讲台语有八音，咱人类的头脑袂当同时控制八音，无遐贤。哦，好加载，咱需要是三音尔，哆来咪，老阿公。啊，台湾的话的迄个切调，或者低音还是轻音，有那是哆来咪。敢若讲咱讲真直吼，直是甲切长尔，毋是轻，嘛毋是你讲足长嘛不用直，直是第三声关音，参天共款。直是正在顶尔，所以台湾的话切调原来是哆来咪，所以台湾话全部是哆来咪，所以人类无需要学习自然会晓，因为这哆来咪是人类的本能。哦，所以八音不可能学，无人会当练八音，因为你音乐家嘛是咧练七音尔，音乐家唱歌音乐家，所以咱拢惊讲我袂晓唱歌，迄是袂晓唱哆来咪发嗦啦提哆。啊，若哆来咪呢，会晓讲话人都会晓，任何语言的人拢会晓讲。哆来咪就无问题啊吼。真简单，你免教，因为迄是生理决定的，是物理决定的。若是讲第八条的话，咱是要用倒一个哆来咪倒一个？三条尔，这足水的，我再甲你解释。三条尔啦。三条尔，咱本地八条，你要用三条来甲解决就好啊。台语三条。哦。敢有当请问？期待要来听嘿。这是伫7月16日的演讲，敢是？我册若写好，再先送互大家分享。对啦，7月16。7月16。哆来咪，大家拢记，台语就是哆来咪。这个李教授吼，我是有插一个。那在我所知影，讲要甲这个写做一个台湾注音，我是先一个印象啦吼，无一定确实的，就是讲咱即马现处是这个白，安尼敢有听的？有，我有听着，啊，小可有。小可但是无要紧，咧喘气吼。你咧讲的即个中吼，就是讲我印象即个白话字，即个字吼，伫即个若我起来李清华内面，伊就有甲即个字的字符吼，来对应着所谓的国际音标的音符。我一个愿望就是讲，伫即个李教授你咧说规定，你用你的
提出这个音符，这个另外一个新的注音吼，会当来参考这个白话字本身来看，伊会有一个结合的。安尼时阵可能就会当来含这个过去的白话字，啊，较来个来迄个来补强这个音符，这个发音用罗来咪，哦，这个罗来咪这个方向伫这个迄个哦，放在这个册内面。语大塔哦，这个内面伊嘛有讲到，我相信啊，即马我希望就是讲，会当李教授这个研究发现内面，会当这个伊所现主是的字符对应着国际到这个音符，即种个已经有一个对应的关系，会当来含李教授。来咧参哦，咧新做诶台语音符内面会当来做一个比较，会当做一个结合啦。迄是我一个嘛，袂当毋免讲搁做一个新诶。即个着爱拜托足侪人来斗帮衬，因为我无研究过台语，白话字甲大陆我拢袂晓，啊，我是纯粹用我自己也是会记的台音，啊，发现一个哆来咪，啊，我相信，因为这是基本的生理吼，我相信以前发现过的一定会当融合，一定会当融合调整。我是干那个整理，是一个靠一个课啊顺序尔，所以这个拜托足侪人来帮忙。但是迄个有啦，一定会当，一定会当融合。是，毋知即个声音是啥人会当甲改？即个所以即马无听到。迄个我想要讲一件，就是讲，因为吼，譬如讲咱台湾会讲花丛，对无？啊，要毋过吼，啊，佫有丛发生啥物代志？迄个丛，迄嘛是起的声调。啊，你凡说三个，迄个哆来咪，敢若无啥够用。你想无，佫会爱哆来咪发嗦啦？为啥你想？你无声？Hello， 你无声？我拄仔将大家静音，所以要回答的人爱搁开麦克风哦，因为拄仔有一寡杂音。即嘛，安尼会使无？啊，对，会使，有听到。即个吼，即个拄仔上落要讲啥物？迄个我头拄则讲吼，迄个譬如讲，咱会讲花丛，迄个丛是起的声调较低。嘛有较悬的起的调，譬如讲，丛发生啥物代志，迄个丛安怎，迄个丛较花丛的丛，迄个是较基本上吼，世界语言内面台语上特殊的，就是落甲咪两个平调，啊，这个落较低平调，其他呢，你若对顶面降落来，就是第四啥，就讲歹吼。啊，对下骹升起来就是落，吼，啊，咱台语是落，啊，国语是落，伊是落甲咪，咱是落甲落。国语是讲人，是落咪较悬，啊，咱台语呢较古意是落甲落落人，咱讲人，因是讲人，吼，啊，这上下呢，世界语言拢有啦，啊，这个上下是对关音甲降落，还是低音降起来安尼尔，所以有若是即个罗来咪的圈子里面咧转啊。那上要紧的，就是讲，因为即个罗来咪的观念吼，咱台语的变调非常完全有规则啦。4条变3条，3条变2条，2条变1条，1条变4条，4条转来3条，3条变2条。哦，即个遮尔先规则，因为有即个规则。是基本的罗来咪才会当有即个规则，若无即个罗来咪循环，就袂当有即个规则。所以咱以前讲，
台语的变调的规则我拢无学着，但是即摆很清楚，4条变3条，3条变2条，2条变1条，1条等于4条，4条变啊3条。即我会当 present 我的 data 吼，我是做一个original 的 research 吼来比出来吼，真趣味咯。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伊讲吼台湾话上学的，就是声调要安怎变调的部。伊讲吼，广东话无咧安尼的啦。伊毋则讲吼，台湾话声调变调这方面吼，真学。你若讲毋对，你若变毋对声调，迄意思就真差真济。所以咱的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咱标准的台语是广东话吼，咪咧咧吼。啊，但是呢，各地的迄个 accent 会变，人吼讲广东话吼，再讲一个，广东话，同款的罗里面内面有自由变化尔。罗里面内面有自由变化，迄就是各地方言的不同。但是标准的老台湾话，我听过阮老爸讲过，是足清楚的，1、2、3无变化。是，水啊！因为阮到北港较挖海线，就是较挖海线，咱是较挖海线，较挖海。咱讲海，伊讲海哦。阮那是罗里面内面有自由变来变去尔啦。较改海线就是较改海线。是会当罗里面内面会当 slide。是。啊，若今仔日若香港人要学一套迄个音符的变调，即款，我有甲讲你记迄个考卷，用个记考卷对伊来讲就是你搁要应用伫咱咧对话，就是伊无可能人咧哪讲话哪咧搁咧记讲迄字等下要安怎变调啊？但是都爱安尼想。咱讲吼，这上水的就是安怎呢？你是安怎台湾人拢会晓自然地晓变调，因为这是基本的生理。他拄仔有讲过讲，若毋捌音乐的人，哆来咪，这个哆甲来甲咪的中，这是人类的本能啦。你若知影这个道理了吼，这台湾语的变调无人伫学呢，是讲无人发现这个循环的道理尔。啊，用这个循环道理以后，就是讲免学，有能当家己学，安尼自学啦。太水了哟！你毋知台语偌水咧。即个歹势，我插一个话咧吼，对即个迄落民风先生，你头拄仔咧讲着迄个花丛的丛，即个第五声含丛吼，丛是糯米，糯米是第九啊。丛是第九声啦吼，即个第九声一般咱台语来讲吼，是讲即个丛你咧讲的即种第九声的声音，目前来看起来拢是两个音的合音啦，就是所谓的。嘛有外来语嘛有，你讲韩国话。这个第九声，即个第九声，所以是咧回应着你咧讲的，讲即个花丛，即个白话语内面的第五声吼，含即个丛，即个第九声，就是讲即个外来语含即个两字的连音起来的即个第九声，对，这是落丛是落咧咱的音，咪咪丛是外来的，但是无要紧。你会使落咧，还是落咪，还是瑞咪，拢是落咧咪。对。有人讲丛，有人讲丛，无要紧，拢是落咧咪啦。对，我即摆是咧，像拄仔咧想甲即个回应着即个吴明峰咧讲的即个啦，吼，即吴明峰先生咧讲的即个讲对白话字内面咧讲的即个丛含丛吼，是已经有人安尼讲出来讲丛，你咧讲的丛是第九声。是一种连音，是外来语啦。即个丛吼，即个普通的花丛的丛
是即个基本上即个咱的八音内面吼，即个调无一定是第九条呢，因为参像阮北港吼，拢会讲物件诚好食，迄个食就是迄个气味，嘛是参第九条差不多，要毋过用收错，伊是咱背第八条吼，拢会嘛是会气味，要毋过会收错，就变做好食。对，你若得爱记吼，你得爱记讲第九条变第三条，啊第二条变第八条，迄是不可能会记的，这是自然的。这个自然呢，是因为哆来咪太简单了，所以免学就会晓。是各地同音有小可不共款尔。嘛也真期待即个吼李教授也是即个李医师吼，有迄个机会会当来伫即个吼即个台湾文坛遮会当来提供即个，互阮遮个后辈来小可吼来个。我的册吼，佮走一礼拜就要交卷啦吼，我免费，我拢送人，送愈侪我愈欢喜。我讲实个啦，现在咱台湾话吼，迄个有犯罪，参像你讲的迄个音乐性，迄主要是环境影响，就是咱父母安怎讲，囡仔人嘛在学，啊厝边这边拢安尼讲，大家拢安尼讲，就是才会造成伤口的出现。大家有无共伤口安尼？比如讲第八条有诚侪款读法啦。比如讲我头拄则阮讲北港拢讲好食，这是阮兜的讲法。啊，有会讲好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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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影哦，这高起人讲的哦，这高起有影，不念高起就是安尼讲。哦，但是有诚侪款无共款的讲法。我感觉这诚趣味咯，就是你咧讲的是同个这有影，所以大家有无共款的讲法。对，这有影，我像伫遮咧教，伫 Houston 遮几10冬咧教台语吼，我就有感觉着，咱咧伫南部，我台南市人吼，我真到当时拢讲好食，迄个第八条含即个第4条吼，有诚大的迄个音赞啊，有诚大的差异性伫伊迄个第八条袂是第2条诶。无第2条伊迄是下降，第2条是下降。但是第8条是上扬的，悬起来。这个第4、第3、第4、第5、第6、第7、第8吼，真歹了解，真歹记。啊，对一个转去对一个更难。即摆上简单的就是落来咪，啊咪降等下来不降去落先去哩试安尼足清楚的。真忙，真期待会当来听到你的即种的即个对即种语言演化。即种诶，安尼嘛是诚好，会趣味啦。对，诚趣味，多谢。大家都无共款的哆来咪的特色。Hello， 请问李教授，你有熟悉余伯权伊用通用拼音，我感觉你的理论和伊的通用拼音足共款。歹势，我毋知影啥物人讲。即个我先甲你插话。我个人吼对余伯权，伊虽然我对伊诚尊重啦吼，但是我对即个余伯权即个教授，伊本身所一直坚持的即个咧教即个伊的通用拼音，我个人实在是足无赞成。徛伫一个外口的人，我徛伫一个，变做讲，这毋是讲一个迄个立场的问题。我是对台语发展即个方向来讲，我本身对余伯权本身我是尊重，但是对于到目前还阁坚持即个台语符合，伊还阁暂时坚持伫迄个定位吼，我实在是足令感觉实在是诚切心啦，吼即个问题其实伫台湾吼，伫即个内面杨文言啦吼，一寡遮个老师。已经有前到咱毋知有偌济的即种评论出来啦吼。咱平心来讲，即个教育部虽然讲即马做即个台罗，伊这嘛是经过有到几10冬的一个讨论，伊较有2002年伊较有出现一个台罗的即
即个讲甲白话字啊，怎甲合作伙。即个吴伯全教授呢，伊本身迄当时嘛是一个台语的创作者，但是到尾啊，因为伊要坚持伊本身即个台语，即个符号，实际上是敢若一个符号的问题。但是伊安尼做来到即个目前伫海外内面，伊嘛是还阁坚持即个物件。我是感觉是一个对台语长期的发展来讲，实在是真无好的一个示范啦。譬如讲台罗白话字，伊两个，我咧直接咧甲是用白话字咧甲歹势，我讲较长。你咧讲着吴伯全吼，我是实在是有一个感觉啦吼。个人我尊重伊。但是到目前即个台语发展的即个目前的过程呢，我实在是希望讲吴伯全伊本身会当想到伊迄当时来咧坚持即个台语发展的即个初心啦，会当来结合起来。比如讲你台罗教罗，我暂时我嘛有一个简单的，我有写一个 spreadsheet， 你台罗教罗，你若写出来，经过即个 spreadsheet。遐尔简单的一个转换，你会当改过来台罗，你若写好势，会当转过来白话字。白话字你若写好势，敢若一个字盘转过就会当转过台罗。咱若是讲对吴伯全，你本身对你迄个系统遐尔好的一个迄种，你足珍惜你家己的发展，你有法度通写一个足简单的一个转换的工具，这实在是会当做的代志，是安怎甲你无爱，是安怎甲你定要到正是伫海外的教育，你嘛是坚持你本身的通用拼音，因为你通用拼音教了，你无法度通来转换，你无法度通用着。你即马台湾教育部伊用了那侪资料，用了那侪资产，以后已经有发音的，伊来咧写，伊有遐个资产，你会当来用，你无法度通来用。这是我安尼讲，我实在是一种感觉足切心的一个感言啦。我对你本身来讲，我是你啥物人我是毋知啦吼，但是为伯全本身伊即个系统，我实在是有一种足大的一个感叹啦。即个物件伫台湾内面遮个教授嘛，已经足侪文章写出来，你本身你即个本身的通用拼音，恁家己内面的人家己知影，伊过去到暂时经过几遍的变作，你本身你即个声音符号的变化，你嘛经过几啊遍啊，你伫海外即搭遮咧发展即个通用拼音的，你若注意甲看，有当时啊伊咧教的。迄个咧教的拢是用通用拼音，但是伊所教的迄个方式，含另外一个通用拼音咧教的方式，因两个无共款的版本。你即个物件对你下骹教育落来，则是安怎互下骹来咧学你即个系统的人，会当来咧遵视啦。就讲你迄套规则，你会当用来来做伙来用。我相信你即个你即个发言者，你若是本身你对吴伯全对即个通用拼音，你有诚大的认同感，你去甲看讲你目前所用的即个通用拼音的即个系统，即个符号，和别人用通用拼音写出来即个文字，你两个敢有一种一致性？我希望讲。你安尼会当讲做咱继续研究吼，我小等下去见迄个陈慧婷先生吼，即个关于即个已经发表过的物件，一定有足侪不同的方法吼。但是因为我无研究过，所以我毋捌。我是希望讲我发现的是。因为最基本的代志尔吼，所以希望讲会当较通用袂安尼啦。所以也拜托大家吼，有机会我找小了参恁分享，拜托大家来继续来研究安尼吼。
细细啊，我念会得走。多谢。头顶只是这啊讲话是，就是咧讲迄个通用拼音的问题，对无？敢是这啊先生讲的？是啦，迄是歹势，实在是无啦，无，我就正常你讲的，因为我等下嘛要讲通用拼音的问题。哦，通用拼音哦，就是参照你讲，因为伊还是大了要切换做通用拼音会有阻碍，这是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啊，我煞来佫要补充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阻碍，就是若有去详细研究过通用拼音吼，我较早嘛捌详细去研究哦。我本身毋是使用这，用过我有去研究，我有发现着讲因拢会调分，拢毋是调分调，拢是调变调。这个，对，这是我感觉上怪奇的代志。这嘛对，这我无讲过，对，这是切换的问题。啊，第二，我感觉这真害，就是少数腔口会互你，因为你调这个变调，会反说，反说会害着少数腔口发展的空间。因为要怎调这个变调，你一定就是找一个所在腔口做伊的迄个标准音。安尼通台湾安尼教吼，拢是教迄个所在音，煞毋是通台湾拢安尼讲。譬如讲好食，伊通用拼音的课本无可能调海口腔啊，那一定是调迄个，譬如讲南部腔好，反正拢调南部腔的。啊，你安尼吼，反正颠倒会害着学生去学着，就是袂记你家己故乡的腔安怎讲，这是一个问题。我感觉讲吼，调本调有一个优点，你就是会用甲教讲本调若要你调本调要安怎变调吼，迄是迄个题目。真实的，我先走吼，安怎讲我先走。啊，要安怎变？大家所在无共款，就是又在伊迄个所在安怎教的，毋是教讲吼，迄个课本爱调迄个变调才会用。我感觉吼，调变调迄是一种对少数腔口的无尊重。啊，过来，对，这是我个人的主张啦，就是因为我是讲少数腔口的，我无希望讲家己的腔口无去。这通用拼音有这个问题，啊，佮加上伊头拄这啊先生讲的，伊迄个通用拼音无注重讲迄个伊早的白话语，啊，甲迄个通用拼音这两个系统安怎切换？伊这个调变调本身就是真害啊！你安怎切换这？会真困难，对啊。是啊。毋知这个先生敢认同我所讲的，对是啊。多谢啦，毋过因为我是伫美国加州啊，我就是用伊即套的迄个通用拼音，甲遮的美国囡仔感觉上好用。啊，当然伫台湾有台湾的迄个状况无相款较复杂。啊，毋过恁若要教遮美国囡仔用通用拼音，特足简单，因为伊的通用拼音就是用较晚伫迄个用，就是讲英语的迄个系统发音的系统的迄个方法，所以伫台湾要教，可能和伫美国要教无啥像。我是比较讲，若用台罗来教美国囡仔，和比较用通用拼音来教美国囡仔。我家己的经验是通用拼音加足，囡仔马上就一两三就学起来足紧的。若要教伊台罗吼，就足麻烦的。啊，所以这是可安尼。伊若是要对伊使用吼，白话字上赞。歹势啦吼，我回应即个头拄仔，毋知是啥物种。我周太太啦。你周太太，嘿，周太太。我叫做袁智慧嘛，我是周太太。呀，周太太，我实在是遮占用咱足侪人的时间啦吼。但是回应你即个，我简单讲就是讲，我嘛有用过，我较早嘛有看过。
你咧讲好教吼，就是因为伊即个通用拼音吼，伊本身伊用变调来讲啦。啊，即个问题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当你用变调来教囡仔时阵吼，是你咧教的迄个物件，伊有去学着，伊有掠着迄个音来咧对你讲的迄句话，伊有去学着。但是你若是别人咧讲的话的时阵啊，伊若无听到迄句的时阵，伊无去学着迄句话咧讲话咧带迄个音是啥物音的时阵，伊就无法度通去掠着。意思就是讲，共款的，即个吴先生头我伫遐咧讲，就是讲咱通用拼音是哪甲你伫外口遮咧教。先讲一个，我伫 Houston， 我是咧教外国人啦。教迄个第二代的啦，莫讲外国人，台美人咧教，实在是教几10档啊啦吼。就是歹势讲的，用白话字教出来吼。若是伫因厝里，阿嬷有咧继续含伊咧讲吼，伊即个白话字咧讲的即个发音吼，其实实在是真好，伊会去吸收起来啦。到尾也就是变做迄个语感的问题，迄个变音呢？是变做实在是咧讲啊，到尾啊怎自然变的啦，毋是用迄个你通用拼音内面去注意即马咧教、即马咧讲的迄个音去学出来，迄种的，毋是迄种去学起来。前到当我咧伫 Houston 遮啦，阮遮有一个学校，我嘛是拢咧看学的对看学啊吼，对即个老师，我这毋知第几代安尼去学起来，啊怎即马来？老师就较老啊，我捡起来咧教，嘛是拢安尼教起来。所以即个白话字来讲呢，讲对你拼音较好教，实在是无影啦。因为我伫 Houston 遮前到当咧教，拢白话字咧教。这就传来到讲对你来讲，就讲是你咧讲伫迄个英文和通用拼音，感觉较有对应吼。其实这实在是真正足错误的一个观点啦。白话字来咧教第二代啊，因咧用的足紧就学起来。因若会晓英文来咧教白话字的，即个一学期一礼拜，一学期甲几礼拜，一礼拜甲一礼拜六2点钟的中间，因安尼一学期内面。甚至伫因头前第3节、第4节，因甲遮咱台语的遮字母啊，用白话字写出来遮字符啊，因学甲比真正伫台湾遐咧学的搁较紧。美国囡仔咧看遮个白话字的字符啊，因咧学的实在有够紧的啦。你咧讲对应着英文哦，迄个通用拼音来对应着英文哦。迄实在是我毋知影讲安怎，你有迄种的感觉啦。因为迄个，尤其迄个，伫遮歹讲啦 ，commerce THOMS， 咱伫白话字内面迄个 TH， 咱咧讲的 commerce TH， 英文内面，美国囡仔一个看到 TH， 我若讲是 commerce，just like commerce， 因咧 TH， 因第2遍看到的。头前看着过来以后，伊看着 TH， 因记起来了后，因就是知影讲 TH 去念做读，因就马上会当去连接起来。只要甲即个囡仔讲，你若咧讲咧来上台语课的时阵，你看到遐个字符，毋是英文的字符，你爱看到是个罗马字，还是讲拉丁文的一个字符，每一个字符拢是伊有本身伫台语内面所对应的。即个音声出来，因有迄个观念，你咧教讲含英文来对应着台语的即个字符，我相信你会感觉到比你所即马用的即个迄个通用拼音要搁较紧的入手。通用拼音是较对应着台语所有的华语迄个物件，会当去对应出来啊。若真正讲英文。即个囡仔要来学即个台语，是用咱白话字的即个字符来对应，一点仔困难都无。这是我个人歹势啦。
占领了侪时间吼，搁伫即度遮咧讲着对，歹势。多谢多谢，歹势，我来回应一下。吼，来，我是台南，我伫台南市吼，我有咧教小学的台语拼，歹势，小学的台语拼音。讲到拄则迄个通用拼音，我有若捌学过。即马通用拼音上大的问题，拄则明芳讲的以外，就是讲是安怎通用拼音无法度，就是讲咱世界所有的语言，伊要编做字典的时阵，一定拢是用迄个动词原形，还是迄个音标，一定拢是用原形，一定用本调，你无可能用变调去哦。吼，所以你若用变调要编字典，无法度编，而且每一个本调要变调，伊佫有无共款的变调。编字典一定是原形嘛，一定本调嘛。吼，所以干若讲即个编字典，伊就是会出现足大的问题。所以就是讲是安怎买啊，通用拼音无互咱台湾的教育来接受，就是即个本调才是伊应该爱学的物件。当然，白话字无毋是迄个通用拼音，像你拄仔讲的，老师好教，囡仔好学，因为伊是用变调，所以伊就毋免讲去记迄个本调。啊，毋过咱若会晓本调，会晓讲的人，即个规则毋免，咱拢一定伫咱头壳内底啊，毋免去学迄1732，毋免。咱会晓讲的人，自自然然，咱头壳内底就拢已经会晓变调的规则啊。所以学本调较是基本的，你学搁较深的，你学较侪，一定是为本调开始安尼。吼，我伫现场咧教的时阵，台语其实对囡仔来讲，真正是真好学，无咱大人想遐困难。吼，以上。多谢指教。OK， 好，我退出了。另外吼，迄个拄则有人讲通用拼音吼，较下英语对无？照即点吼，因为我以早吼有捌去研究过白话字，以早是安怎写来？即句的白话字是自打开始就是安尼写来。拄开始白话字伊参即句咧用的白话字是完全无共款的。以早的白话字是较我英语的迄个英式的拼法属于偏，尾来因才发现讲，英式的拼法无啥好，就是较学。尾来因甲迄个拼法对英式甲改对欧式，就是咱即句咧看。比如讲，以早马拉加迄支啊吼，有一个传道书号做密多数。密多数伊即个人是伊是头一个发明白话字的传道书，这你有看到边仔迄个链接有无？边仔迄个链接就是我以早整理过，就是密多数伊当初是安怎发明白话字，结果吼，你会用看你会看伊的实例，看实例迄个段落，你会发现讲伊飘的拢是，就是完全。就是根本就是照英语的迄种思考的方式就去写，要个你会发现讲，这要安怎学，系统会乱，就是参即句的白话字上大无共款来讲，即句的白话字还是大了，拢共，就是我感觉讲吼，声母加一个好，就是送开，尾啊，一定是一个 PTK。就是来代表入声韵，还是讲 MNNT 就代表讲用声韵，还是讲音声韵，这一定袂乱去。讲啥是嘞？对咱学生才好学，因为
100年前就是有人安尼试讲用英语来写白话字，看会安怎？啊，结果发现讲定学。啊，尾啊到下暝，传道书甲美国书迄套，甲换做后世了后，哦，就愈来愈普及。即条改良就是我会记是达玛字改的，达玛字伊即个对白话字，即个变化啊诚大。哦，这点吼，我定爱特别甲学落一下。哦，我感觉讲吼，就是因为以早就是有即种的历史。要搁像伊必传，因反正毋知影有即个历史，搁要用英语来做思考，我是感觉讲，这反正无啥问题，因为上主要就是爱有一个系统性，过来就是嫌以早的迄个安怎讲调变掉即个代志，这以早嘛毋是通用拼音，伊家发明的，就是头。我会记你是台语现代文，台语现代文，我感觉到即句我有研究过，我搁用袂晓。台语现代文就是调变调的，但毋过我相信即句诚侪人拢毋知影讲台语现代文还是复现代文，安怎说？反正诚侪人拢毋知，就是敢若有听过伊的名，煞毋知安怎写。调变调就是。搁有现在一定爱照英语即个代志，我是感觉讲无啥特动，上主要就是学起来有困难，搁有就是你咧漂字典吼，还是讲要照顾少数人口等等，搁有历史拢是若要照历史，白话字有100万年历史啊，现在无爱用，对无？上无大了，伊嘛请换白话字的拼法，对无？完全通好对用。转换起来嘛免费伤济功夫。讲啥是咧？我感觉讲吼，若要学白话字大了，总学吼，通用吼，我是讲即句敢若嘛无啥通用。我是安尼想啊，就是通用拼音有诚济欠点通检讨，我是感觉讲现在会安尼这，我感觉就是效果吼，就是安尼我是安尼想诶，大家做一下参考。呀，你若逐个咧讲吼，吴先生，你咧讲诶迄个现代文，你若是咧讲是即个现代啊吼，林继雄伊咧讲诶迄个现代文吼，我毋知是你咧讲共款啊，毋是啦吼。我就是讲迄个，伊嘛是调变调，要搁伊变调毋是用调，伊直接用字母。对，但是吼，你有一点可能爱提出来，就是讲，即个现代伊咧。现代文伊咧超变调吼，伊是敢若出现到伫即个一个语词，伊若是一个语词诶时阵吼，伊较有超做变调啦。伊若是迄个语词，若是放伫规句内面呢，伊敢若迄个语词，迄个词啦，迄个词超变调尔。譬如讲，伊若甲学校，伊若即两个学校。伊已经是做一个语词的时阵，伊着学校伊超伊的变调，迄个学伊就变做学校。但是伫若一个规句的内面呢，伊迄个规句内面本身有哪是用变，有哪是用超分调啦。这可能爱小可讲一下，即个就是讲现代文内面，伊咧写变调是敢若根据到即个一个词，迄个词伊甲用做。变调来读，用词来做单位啦，毋是用白话字用字本身来做分调的准则啦。伊甲通用拼音嘛有，伊调变调无方式无啥共。无共款，无通即个通用拼音，伊是规句伊拢是用讲你安怎讲的是啥物，规个句拢甲用做变调读出来。所以对囡仔来讲，就是讲伊看到迄个规句，伊会当照迄个调声来去读起来，伊免去所谓讲毋免当出脑筋内面来转写啦。这是安尼写。但是伫即个现代文内面，伊是敢若一个词，伊本身用变调。规句写出来是讲，你若学校是变调，但是台湾学校咧教台语，即个物件咧教啦吼，咧教，即
即个教伊若是用教，伊毋是用教台语去甲编的，伊毋是规句拢用变调的迄个声调来标注一个句啦。这可能爱小可甲强调一下啦。我嘛加减有去读过，但是到尾啊，就是讲伊即个现代文呢，伊本身因为伊咧无用即个字符声符来注调，变做用字来写，即个物件尾啊嘛是真歹记啦，伊嘛是变做一个规则爱记啦。即个规则爱记呢，即摆因为有现代咱字典用即个迄落拍字的技术已经真好，迄个字音符要写出来有哪简单啦，所以顺连讲用字来咧做变调的即个规则颠倒无比用即个咱若拍字的软体来注意分调较简单啦。所以我想这是即个现代文目前可能较无。那你这样是你迄个台语现代文，你敢会晓写？你敢会晓写？我因为我无咧写，较无咧写，但是伊写出来像迄个华府学校，伊写出来加减，就爱去对林继阳又出一本小册啦小册你嘛会当，即摆毋知还佫有无？有一本小册，你会当去对照来去看，你会看出伊咧讲啥啦。你嘛会当读出来啦。有哪会当读出来？伊迄个文有哪会当读出来？尤其是因为伊无迄个符号看过来规面，你咧看一篇文章，你若看了识个站，看到真正是较无安尼硬拗的，无迄个连号啦。咱白话字无迄个连号的迄个，看到是有较顺的款啦。但是伊有一寡规则，你本身就爱去记啦。所以这写出来嘛是无遐啊简单写啦。因为我讲诚实的啦，因为我咧读就我有去我毋是讲无去研究还是安怎，我有去研究，佫顺续佫去读几篇台语现代文写出来我的文章，我是感觉讲规则，哪会犯罪，而且就真侪，对，对，我到即句还是学袂晓。尤其我有发现，就讲即个现代文迄个 IAN 伊伫即个无共款的所在，有当时也会写做 IEN 啦，迄个连啦，迄个 IAN 的 IEN。我歹势啦，咱咧讲这有人可能是变做较无啥趣味的代志，咱等者可能共占上侪时间咧讲，咱有趣味，咱会当私底下咱去讲啦，歹势。感谢这下先生。歹势拄则阮孙倒来所以我拢无咧听互大家讲啦所以咱来要去讲的继续讲无我若无人要去讲是毋是咱就今仔到遮，咱就甲伊关起来。多谢。多谢。有要讲的，即摆赶紧讲，无要关起来要关起来。关起来好，安尼。多谢。多谢大家后礼拜见面多谢。